咱即马2点，咱准时开始。咱欢迎咱山顶的朋友来参加即边由大乐会主办的山顶的台湾客讲座。毋知我安尼讲逐个人听有？有吼。好，感谢感谢。好，迄种迄个。咱旧年2020年甲今年的2021年因为即个武汉肺炎的关系所以咱活动拢改做山顶。咱今仔日的参加活动有北中南甲海外的朋友，咱伫遮欢迎大家。咱今仔的讲座主讲就是咱上无闲上为台湾来拍拼的咱成功大海外的台湾系主任周勇教授。等下伊要甲咱演讲，就是即个汉语文化圈的即个脱汉运动，伊要来建立咱台湾文化的主体性甲即个核心的价值。我先自我绍介一下我是即个大乐会的第11届秘书长，我是洪仁生。迄个咱大乐会台湾罗马字协会简称大乐会。大乐会是啥物单位咧做啥？大乐会是2001年成立，今年已经20岁阮的宗旨就是以台湾白话字做建构的基础，来认捌台湾的本土文化。而且自旧年开始阮逐冬阮就拢有咧办即个228的诗歌节，用即个台语来诗歌来纪念咱228的台湾精英。5月份嘛有办即个罗马字文化节，绍介台湾白话字的历史。教会公报社甲咱第一台印刷机，甚至7月份叶热有即个世界台语文化营，高中营、囡仔营，甲咱即边的台湾客。因为肺炎的关系，所以咱全部拢改做山顶。毋管你是持续关心台语的朋友，还是来第一摆来参加的朋友，拢欢迎大家。咱是共同重视台湾本土意识，要来了解建国意识目标的。咱续落来先邀请咱的大乐会张福珠医生，甲咱讲几句话。欢迎张医生。好，多谢秘书长。中山顶的朋友有熟识甲无熟识，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关心台湾的代志看到讲到台湾，大家拢会想到汉字，对无？对。应该袂使想汉字啦农业民族看到台湾想到汉字，但是海洋民族看到台湾想到海洋。汉字是要互人捕，要互人食，要互人欺负的。海洋是海底老大的，我若过来恁边仔爱让我。咱台湾是海洋，毋是汉字第一个上基本的观念爱互正确，过来咱代志就好做先话讲台湾客，因为讲到中国就是中国客，叫做 Sinology。但是讲到台湾，伫国际上什么台湾 study 就是台湾研究，那像是南山的物件尔，无正做一个学问安尼这咱伫过去就知影，咱伫讲台湾文学的时，中华民国政府讲台湾文学可能有几篇文章，但是要做一个学问，还佫大真远的。但是咱即摆不但大学有研究所嘛，有博士班嘛有，所以台湾是一个足丰富、足澎湃的所在，咱毋通家己看轻家己所以咱莫佫做汉字，咱来做海洋台湾客就是要对抗中国客，简单一句话就是安尼伊若讲到食就是满汉全席，若台湾就台湾小吃，就中华料理台湾敢无料理？我甲你讲，台湾伫1923，差不多90年前就已经有台湾料理你毋信你去 Google 找就有咱伫185年就用台语办的报纸纽约时报是1851年，咱才万年30档尔。但是咱即马所在的即个中文的报纸，不管是中国时报还是中国的迄个人民日报，迄拢使咱忝
所以咱要对家己有信心，这足基本的吼。会记得咱是海洋吼。即马中国肺炎足恐怖，大家拢知影。但是中国肺炎的是甲咱救命，甲全世界救命。迄个 N95的迄个喙嗡，喙嗡就是口罩，甲喙嗡起来。迄个喙嗡，你敢知影是谁发明的？是台湾人发明的。吼啊，腰子病若欠血，爱煮一个叫做 EPO， 迄嘛台湾人发明的。伫医学上有足就是台湾人发明的。音乐，咱台湾有世界级的音乐。文学，咱嘛有呢。哦，美国迄个《乱世佳人》讲120万字，啊，俄罗斯就是罗西亚，就是俄罗斯迄个《战争与和平》讲嘛120万字。但是咱台湾的《龙刀山》东方白写是150万字，咱嘛是世界级的文学呢。咱过去因为教育观念，咱拢毋知影咱家己是啥物，咱嘛毋知影台湾有遐济丰富、澎湃、好料、有价值的物件，咱拢毋知影，这足无彩。所以台乐会要讲台湾学，就是要甲大家讲，咱过去受到日本教育、中国教育，拢无在讲台湾。咱即摆就是要来讲台湾，欢迎大家做伙来听。后摆阮会继续搁再办吼，大家做伙来关心，做伙来认捌台湾，斗阵来建立定根台湾母语的台湾学。我讲一摆，定根台湾母语的台湾学，多谢。多谢您先刷来吼，就是咱8月份开始咱的线顶台湾学校。咱就邀请咱周伟文教授为咱来讲解今仔日的汉语文化款的发汉运动。好，咱赶快线顶嘛是掌声，周伟文教授嘛是听有哦。好，教授。好，多谢咱今仔日的主持人叶心吼，还有咱开场，咱台乐会的创会的这个理事长张医生吼，还有咱在座所有朋友呢。大家平安，大家出头天哦！咱今仔日呢真欢喜哈，我做起鼓哈来做第一场哈，来讲这个汉字文化款的脱汉运动哈。我即摆先来分享我画面一下哈。咱今仔日呢要来讲这个脱汉运动。是安怎要讲即个脱汉呢？即个脱汉有啥物重要？真重要哈，就是讲咱脱汉呢，咱要为较宽的视野，为即个汉字文化科的视野来看咱周边的国家呢，人是安怎来处理？安怎处理因的语言、因的文字？安怎处理？因甲中国的关系，这是互咱真好的一个参考。等于咱先看人周边的国家，先看卖呢，了咱才个翻头来思考咱家己台湾的状况吼。有当时会当互咱较清楚，确实真正话呢，咱若无比较，咱就毋知影。若比较落呢，咱就当加足清楚。这等下呢，咱就举证一个例，了豆豆，各位就会当有较深的一个体会啦，吼。好，我即摆来甲拍一个影片吼，来，咱来看吼，即个汉字文化科呢，是啥物所在？汉字文化科当然就是指有用汉字的即寡所在啦，吼，包含伊的起源地就是中国，也是叫做支那，China，讲到即个支那，有人讲咧支那就是咧其实无影啦，人迄支那。当日文迄钱啊，原底就是为新啊，就是为钱啊，就是讲，就中国古早名就钱啊，钱啊，钱啊，就新啊安尼尔，迄是家己中国人家己想伤济，见笑转上去，就讲人钱啊，安尼是对伊有啥物歧视，好，咱即摆来看吼，即个汉字文化圈呢，当然包含汉字的起源地钱啊，也是讲中国啦，包含即个朝鲜。韩国包含着即个日本台湾越南当然你若总讲像新加坡若要算嘛是会使就即几个国家呢因过去或者即摆呢有咧用汉字
遮个所在呢，遮拢是汉字文化科啊，当然因即摆有一寡改变啦，即个汉字文化科开始有一寡改变啦，有啥物款的改变呢？咱若先为较宏观、较快的视野来甲看各位咱来看觅咧，即过去咱拄则讲的即个所在，你若以前啦，200-300档以前封建时代，差不多拢用汉字，毋若汉字尔，佫是用文言文，你包含韩国朝鲜嘛共款的，较早古早嘛用文言文，越南嘛是呢，古早拢是文言文。毋过你发现，尾啊豆啊呢开始改变啊呢，你看日本呢上早改变为明治维新了呢，因开始出现因的卡那，就是因的平假名、片假名伊拉卡那甲卡塔卡那呢，因愈用愈济，到当代呢，超过一半拢是卡那。汉字愈来愈少，过来你看韩国也是朝鲜，朝鲜就记咱即摆所讲的北韩啦，韩国就所谓南韩啦，你看朝鲜也是韩国呢，因即摆基本上嘛是拢用汉字，就是颜文，用韩国文字啦，用韩国文字，这咱毋通想讲自古早因就用呢，毋是呢，因其实是。正式变做官方文字是当时恁知无？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变做因正式的韩国人文字尔。即咱等下会讲这个故事过来越南越南呢因较早嘛用汉字，而且呢因是汉字文化圈内底除了中国之外呢，用上久的是越南呢，用超过2000档呢。但是咱画册就甲册落啊，画一个要甲切掉废掉，咱就甲废掉。即摆越南用啥？用叫做祖国文罗马字啦，越南罗马字啦。那用咱白话字的角度来讲，就是越南白话字啦。安尼简单讲伊迄套嘛是教会为遐演变来这咱等下嘛会详细过来讲咱即摆先为即个较宏观的角度、较快的视野来甲看所以你也看。日本、韩国、朝鲜即个越南呢，上古早拢用汉字，拢用文言文。毋过到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到近代19世纪以后开始觉醒开始无爱用开始用家己的所以你看日本尾也用看韩国就用韩国颜文越南就用罗马字，规个就是拢无爱用汉字你也看。因为因就是有区别，袂瘾用汉字，无爱用文言文，要保留家己的语言甲文字，所以呢，你来看伫政治上嘛是独立的，但是你来看中国因讲有几个民族，讲有54个啦，中国因讲有50几个啦50几个民族呢，敢若56啊，偌济50几个你来看伊南部呢。伊只有啥物壮族、苗族、瑶族对无？伊讲迄有啥物自治区啦，中国拢甲伊当做是自治区，互伊一寡自治尔。认真讲呢，啥物壮族、苗族、瑶族呢？因有家己的语言呢，伊嘛有家己的文字呢，因家己嘛有文字呢。你像讲即个苗族像越南伊嘛有苗族，中国遐嘛有苗族，寮国遐嘛有苗族苗族呢？你若去 Google Translate 迄甲找佫有苗族的语言呢，伊佫有当做翻译的。人个小小一个苗族几百万人呢佫比咱台语较强。人 Google Translate 佫有甲包含在内，咱佫无诶你也看遮个中国遐少数民族呢，拢自治尔，拢是自治诶尔，所以伊伫政治上无法度独立伫语言文化顶头呢，豆豆嘛伫伫互即个普通话，豆豆伫甲克，豆豆嘛开始咧流失所以你来看，为若较宏观的角度来讲呢，某种程度有一个正相关有一个正相关，政治上独立的，甲伊的语言文化独立嘛是有关系，尤其甲伊的文字的独立嘛有关系。互相是有相近的，互相有帮衬，你语言文字若不保的伫政治上嘛不保啦。若
嘛顾袂起来啦。吼，啊，你搁来看，即几年，你看中国偌夭寿就好，你看因对付香港人，对付即个蒙古人，吼，还是讲新疆，吼，即个维吾尔族，吼，还是讲对付即个铁北，吼，所谓西藏呢，你看因安怎开始咧进行文化的清洗啊，语言文化的清洗，吼，包括你看像香港，较早吼，伫97年，吼，香港回归中国进前呢，香港人拢嘛讲香港话、广东话，吼，对无？包括咱台湾的艺人啊，戏啊发展，逐个拢嘛讲广东话，对无？较早咱咧看迄一寡戏出，啥物楚留香啦，啥物戏啊，是毋是嘛拢讲广东话？迄当时广东话偌清呢，对无？结果去互中国管20档尔，伊开始就逼你爱改用北京话啊咧，开始甲你做语言文化的清洗咧，你对待西藏嘛共款，对待蒙古、维吾尔遐嘛拢共款咧。中国的目标就是安怎？我甲你洗，你第一代会甲反抗，第二代反抗，到第三代、第四代，你规个语言文化都拢认同我大中国啊，都袂反抗啊，所以你看，为较宏观的角度来甲看咧，你语言文字有坚持的，伫政治上嘛是有坚持。拄好，当然，到底是先政治有独立，还是先有语言文化有独立？这也真歹讲。但是呢，至少就是讲，伊是互相会影响的。看起来是拄好，你语言文字有独立的，伊政治嘛独立。所以你来看，日本人有伊的卡纳。嘛有语言，所以伫政治上嘛是独立的。韩国也好，朝鲜也好，因的语言文字嘛是独立的，所以伫政治上嘛是独立的。越南语言文字嘛是独立，所以政治上嘛是独立。咱台湾呢，嘛真深色。你来看，咱台湾呢，政治上要有算独立无？要真歹讲呢。有人讲这是两个中国尔呢。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两个中国咧，话讲一中一台，话讲有足侪种无共诶啦，包括遮个台湾人嘛有人主张建国诶，嘛有人主张甲中国统一，互迄个中国并吞去嘛有咧。你来看语言顶头嘛共款真混乱咧，有人主张讲用支那文就好啊，用北京话就好啊咧，嘛有人反对诶啊，有人坚持爱用台湾语文诶啊，对无？嘛有人讲着用中文写就好啊，但是嘛有人主张用台文写的啊。嘛有人讲主张废汉字，嘛有人主张讲爱继续用汉字。所以你看语言文字无一致，足侪主张的，反映出来政治上嘛共款。伫政治上嘛拄后统一后即个独立，嘛有卖统嘛卖独立的，乌罗木济拢有啦。所以你也看起来，为宏观的角度的时阵，你就看出讲，敢若有一定的一个正比的即个情形所以这是汉字文化圈的即个状态啦咱先为较宏观的角度来甲看咱拄则是先为较宏观较宽的角度来看伊的语言文字甲政治的关系咱过来咱来讲，若为文字的角度，汉字文化圈内底，当然上早开始用汉字是中国。这个图呢，咱就通看出讲，中国呢，为3000几年前有甲骨文开始发展，了正式汉字出来，了呢一直用2000通当，到近，伊嘛是搁用汉字，汉字出来了呢，伊向周边的国家传出去，第一个传去的啥？越南啦，第一个传出来是越南啦，上早用汉字的是越南差不多2000通当前，2000通当前，伊就开始用为什么来用？当然，迄个就是上古早，迄个时阵呢，因迄有汉武帝并吞所以呢，就开始即个受到中国较明显的一寡影响啦过来基础就是韩国基础是韩国过来呢，了呢是日本过来上尾呢，咱台湾上尾。用汉字的是咱台湾咱台湾是差不多电信讲迄个年代差不多新公文17世纪迄个年代才开始用汉字，咱用超300档尔
结果呢，这嘛是足讽刺的历史的讽刺吼。即摆中国以外啦吼，受汉字的毒吼，中着汉字的毒，汉字的媚史上深的结果是咱台湾啦，上学要用的啊，结果中毒上深啦，足惨的。啊，颠倒呢，人上早用的吼，越南吼，规个废掉，拢袂瘾用啊，吼，人迄用2000担的人，就化一个甲切掉啊，吼。你若有机会吼，拄着越南人，你甲问讲吼，你感觉汉字是越南字还是中国字？甲你保证100%绝对无例外，100%越南人一定甲你讲汉字是外国字，因无认为迄是越南字啊。虽望因用汉字2000担呢，无承认就是无承认啦。啊，伊感觉讲啊，那安尼啥物是越南字？有两款啦，一款就是因即摆用的越南罗马字、越南白话字，这是现代。啊，若古早呢是啥？越南尊龙，啊，越南的啥？咱等下嘛介绍。越南人绝对袂甲你承认讲汉字是越南文字，伊讲啊，著中国文字啊，哦，啊，讲啊，若中国文字哪要用？啊，无多啊，迄较早的古早封建是不得不啊，啊，无多啊，逼迫啊，当然就只好用啊。但是我有通选择时，我即摆特别甲废除啊。所以人是安尼，人做甲安尼，所以人用上久的颠倒，人汉字的毒吼已经解毒啊，吼，即个毒已经解掉啊，吼，啊颠倒剩咱台湾，即摆还佫足侪人呢。若讲要写着台语文，嘛是拢想讲爱用汉字写较会使。吼，啊，拢停留伫汉字的思考模式内，伫思考咱台语文，永远你就无法度跳脱中国的魔掌啦，无法度跳脱中国的魔掌啦。过来，你也看人韩国，还是讲朝鲜，伊是第2个使用汉字，伊嘛将近要到2000担呢。吼，魏朝的公元200年左右到16世纪的时阵嘛，用10几担、15担呢。吼。啊，你也看，你即摆你也问韩国人汉字是倒一个，基本上伊嘛甲你讲迄外国文字啊。伊敢若讲因的韩国原文汉语吼，较是韩国字尔。吼，啊，这嘛有故事，咱等下会介绍吼。好，啊，这个日本吼，相对来讲啊，伊是透过韩国、透过朝鲜啊，吼，啊，甲汉字传落。啊，汉字传去无几百担了吼，因就开始发展出迄个卡纳出来啊。哦，所以因的主体性上紧啊，哦，啊嘛是安怎呢？伫汉字文化圈内底呢，唯一目前也无完全废掉汉字的，也阁保留一部分的汉字，就讲日本。啊，伊会保留一部分汉字，伊这嘛原因毋是白台无字的呢。大家会想讲，啊，为啥伊那无颠倒全部甲废掉？伊有伊的思考，伊的用意吼。啊是啥物思考？咱等下。讲到日本的时，咱嘛会详细讲啊。咱一开始咱拢先针对即个较大的视野，咱先来看卖咧吼。啊，咱台湾颠倒，咱台湾上早有的是罗马字呢。17世纪的时，咱台湾上早是新港文字呢，透过荷兰人，透过荷兰的传教士入来，然后发展出来遐罗马字，用罗马字来写咱平埔族的话。咱台湾上早文字是新港话呢，新港文字呢。啊，是写平埔族的罗马字呢，汉字颠倒是佫较慢，较是慢呢。啊，结果咱即摆中汉字毒中上深。啊是安怎？当然，即甲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中华民国即个国民党因刷台有关系啦。甲即个来了伊的大中国化的政策有关系啦。好，啊，咱再来看所以呢。那汉字文化圈，咱若为语言学的角度啦，咱来发现讲，伊的文字的改变呢，是为较大的，为汉字这种较大的文字单位，豆豆变做音节文字，发展出这个音节文字，就是日本的音节文字，过来的音素文字，音素文字呢，佫分做韩国式的音素文字，甲越南式这种罗马字音素文字，有安尼一个发展，啊，这个发展的趋势拄好符合。有一个真有名的即个文字学家叫语尔伯，语尔伯伊提出来的即个讲法，拄好嘛符合的，讲伊的文字演变拄好是安尼来，好，啊，
过来咱来看吼，伫即个汉字文化圈内底，伊诶一个文化诶结构吼。伫汉字文化圈内底呢，伊有一个相定诶压迫诶结构咧，吼，上悬诶当然是中国皇帝啦，吼，中国皇帝上悬啦，吼，你看即下嘛共款诶，即摆习近平敢若做皇帝呢，伊要安怎就安怎咧，对无？你若无听话，你着算中国人嘛，掠起来刣掠起来关啊，对无？你含做生意人，你若无听话，哦，我插啥物你啥物马啊，啥物魂，对无？嘛照常甲你修理咧。中国较早嘛是安尼，中国皇帝上悬，上晓摆，哦，下骹呢有一寡士大夫阶级，伫甲伊斗统治即个世界，哦，士大夫阶级。啊，搁来落魄嘅文人，落魄嘅文人就是啥呢？就是你原底士大夫阶级，毋过呢，你着去得失皇帝啦，讲话去得失着皇帝，所以呢，皇帝就甲你分配去边疆，啊，去海口食番薯啊，哦，甲你分配去边疆，甲你贬官啦，中国话讲贬官啦，哦，所以你看较早足侪人啊，互贬官去了咯，足郁卒的，啊，着写诗写啥安尼，哦，迄落魄嘅文人啊。啊，过来下骹就是一般的老百姓啦，啊，这是中国的形式安尼。啊，周边呢，伊安怎对待周边所有的藩属国，啊，较早越南也好，朝鲜也好，拢捌诚做古早的中国的藩属国。藩属国就是伊细汉的国家啦，边仔周边的细汉国家，你3栋5栋，啊，迄个雕工啦，雕工就是你爱炸一寡吼黄金玛瑙啦，吼一寡即个较特别的。啊，物件啦，伊也甲伊雕工，吼，我讲啊，你着老大诶，吼，啊，我来甲你即个爱啥，吼，来甲你雕工，甲你雕摆安尼，吼。啊，你若看啦，周边呢，吼，内底呢，伊一定嘛有地方诶啦，地方诶文字统治阶级就是地方，啊，过来伊地方嘛有地方诶，搁较落魄诶，地方诶文字统治阶级就是你嘛是共款用汉字诶。遮个文人统治阶级，还是讲遮个士大夫阶级呢，拢是用汉字。古在中国，伊就透过汉字，透过科举的考试、科举考试，透过科举考试，佮汉字、佮儒家思想，甲即个体制稳固起来，几千年啦。所以你着永远受伊统治，所有老百姓就是永远受伊统治。啊，上下骹当然就是边疆，较。边疆的所在呢，较偏僻的所在，遐趟车较会做事人啊。啊，这伫中国的眼中呢，对中国的统治者、中国皇帝来讲，这就是啥？东夷、南蛮、西洋、北狄啊，四颗连长拢烦啊啦。简单用白话来讲，就是四颗连长拢是烦啊啦，拢烦啊，拢野蛮人啦。离皇帝、离中国皇帝愈远的吼，愈烦啦。所以咱台湾嘛算东番啦。咱台湾算是东边的东番啦，啊，越南算是南边的番啦，安尼知吼？啊，这就是过去中国的世界观就是安尼啊，吼，啊，所以伊即个世界观是安怎来当稳固，就是透过汉字来形成的吼。啊，咱要来看即个汉字文化圈呢，伊为啥会改变？咱来为两个角度来甲看，一个就是伊的。外部的因素，啊，一个就是内部因素。为外部甲内部因素两个来分析，才会当分析讲，到底会改变袂改变？啊，为啥伊要改变？所以你来看科举考试，啊，即个汉字文化圈，咱拄仔讲迄个体制，伫中国维持几千档的呢？是安怎来遐稳固？啊，是安怎越南、韩国、朝鲜拢爱19世纪以后呢，才开始觉醒。啊，真正废掉汉字，拢是1945年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因为以前就是拢有封建思想，即个科技的考试开始束缚掉的啦。所以咱为外部因素来看，就是讲，当即几个国家呢开始走向现代化，开始咧思考讲，我越南甲你中国的关系是安怎？我敢要继续做你，甲你当做老大，甲你雕工？你即摆你也无算老大啊！你即摆吼，你看，伫19世纪的时阵，清国是安怎？迄种
即个鸦片战争了呢，佮互北国联军，互人世界各国拍甲凄惨落魄啊！吼，伊要哪个做老大诶？人外人看讲啊，你著互拍甲了，我是要哪个叫你做老大诶？对无？你要学道要做老大，你上无你嘛爱足够相拍诶，对无？哦，你爱人诶边仔细汉毋才会服。啊，你老大你若是甲人相拍拢拍输，或者是毋敢甲人相拍，啊，我徛伫边仔，我做老细，我太想要甲你称呼你做老大诶，看你无现啊，对无？所以呢，19世纪以后，20世纪以后，只个朝鲜、韩国、越南，包含日本嘛共款，就看你中国无啊！你中国你家己就自身不保啊咧，家己就用拍甲凄惨落魄啊！你要搁做老大诶，对无？食较歹咧，吼，莫伫遐面望啦，吼，莫搁伫遐想要做老大诶，吼。所以呢，因为即个关系，所以开始着外部因素对着即个国家要独立，建立家己诶政治文化独立有帮助啦，吼。所以呢，因就开始思考着啊。啊，过来另外一个就内部因素。内部因素是啥？就是讲过去呢，封建时代吼，大多数人拢毋捌读册啦。你啊看吼，古早呢，因即个体制为虾米会当遐尔稳固？各位，较早封建时代，一般人会当读册无？无呢。咱即马有义务教育对无？即马教育是义务诶。你囡仔若该当读册，小学毋去读，警察就来抓人啊！一定爱去读，这为日本时代建立诶。伫迄较早以前吼，要读册毋读这恁兜诶代志，要放牛要去买种菜，迄嘛阮兜诶代志啊，对无？囡仔有读册无读册，迄毋是义务啦。你若有才调，若有想要读，厝内有法度付学费，甲你请家教吼。请一寡汉学仔先来甲你教，安尼你就读啊。啊，你若无才调，你就免想要读啦。所以伫古早拢是安怎？拢嘛遐士大夫阶级的囡仔才有才调读。你一般你若做事人是要读啥物册啦？机会足少的啦。所以伫古早吼，青面牛一大堆啦，有读册无几个啦。吼啊，伫古早因条件要安尼呢？伫科技考试之下吼。如无人会晓汉字上，啊，咱即几下会晓就好啊咧，对无？譬如讲啦吼，今仔日咱若大学联考吼，无要考汉字，无要考中国文啦，咱大学联考甲考台语白话字，拢考专额白话字，而且咱甲限制，袂使逐个人读哦，甲咱大多数人会当读，安尼咱是毋是既得利益？咱逐个拢嘛考较错，逐个吼，拢嘛为第一名开始，前几名拢咱大多数人，是毋是安尼？吼。这就是啥？土地家己啊，独立家己啊。古早遐文人阶级就是爱独立家己，封建制度就是安尼啊。所以伊这科举考试呢，你得爱读啥？读个汉字四书五经啊，伊就该规定爱读遐物件嘛。然后甲你控制，一般人是袂使读的。干那阮兜好野人，我就甲你教，啊，你就会当来，啊，就像即摆，就咱拄则讲诶，即摆大学联考吼，若拢考白话字尔吼。哦，啊，咱逐个大多数人呢，咱家己通教囡仔，互因会晓。啊，剩诶咱拢禁止，其他人嘛拢袂使读。吼，啊，安尼呢，咱考试考调，啊，甚至做官诶时阵嘛爱考白话字，考通过白话字诶人，较通做官。啊，咱逐个拢爱做官，啊，做官做着，咱退休了换咱诶囝，搁来顶替，搁换咱诶囝继续做官。拄啊，咱遮诶人诶，咱遮统治阶级会当做规世人诶啦。啊，搁一代传一代啊，拢咱遮人就好啊。这就是独立家己啊。汉字文化馆就是安尼啊。基本上，伊就无有伤侪人会晓读甲写嘛。所以你青面牛无要紧啊。伫古早你青面牛，你种田，啊，你饲牛，反正你税金交会出来就好啊，对无？啊，我税金你著交会出来就好。我插出你有读汉字，有读啊无读，你插出来。以前读册迄是干要做官尔，要服务皇帝尔呢？啊，你若毋是要服务皇帝，你读册要创啥？读成济册颠倒起来造反尔。所以伫封建时代，伊无希望逐个人读册啊。啊，所以当时无国民教育，无义务教育啦。哦，但是呢，就是因为无义务教育，
所以一般人民知识都无够啊，伊的知识就敢种田尔，养饲牛尔。但是你看，19世纪中国拄着是啥？人英国、法国，迄船遐大只，迄铁船遐大只，航空母舰遐大只，对无？迄炮遐粗，对无？啊，你中国搁伫遐射冲天炮，啊无咧伫遐弹弓箭，到校是要哪甲人相战？因为你人民的知识都无够啊，都算好啦，买航空母舰几只，还是用战车来，你人民的知识无够，你嘛袂晓驶，你嘛袂晓驶船，嘛袂晓驶战车。所以呢，到19世纪以后，汉字文化圈的这个国家才开始思考啊，咱用的文言文毋对呢，用的文言文毋对。所以上早起来改革的啥？日本啊，上早起来改革的。因就开始思考啊，因为伊上无包袱，所以就上早起来。中国是上慢的啦，汉字文化馆内底，中国家己是上慢的。你也看咱较早咧读历史教科书，讲到中国五四运动、五四白话文运动当时才开始的，恁个会记住无？你讲中国五四运动是当时，你有看觅？1919年对无？较早咱读历史讲五四白话文运动1919年，足慢啊呢。迄若用孙文的话来讲，叫做后知后觉啦。戆到有春啊，就足慢的啊。结果呢，进前马英九做总统的时候，竟然讲搁要修改迄个高中的课纲，讲迄课纲后个爱写台湾人拢是受到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才开始有新文学，才开始有新文化，咱的知识分子拢受到影响，这个硬拗啦，这叫硬拗啦，无影是安尼，咱等下搁会详细讲。所以为内部因素就是讲，人民你若搁互无知识，你可能你规个国家就互并吞，迄个西方的帝国主义，甲你并吞，你就安怎？你就沦为人的殖民地啦，你就变做人的殖民地啦。所以有这因素，有内部因素，有外部因素，综合起来了呢，才促使着汉字文化开始改变。所以咱等下讲具体的韩国、越南、日本，具体的你为这角度切入了讲真正这因素拢天时地利合落了规个人就变啊，汉字拢无用啊。这是这个生活各个了解讲到这个脱汉呢，脱汉的定义是啥呢？咱这嘛讲一下脱汉呢定义就是讲透过文字的改革甲废汉字，或者是呢限制汉字的使用，像日本安尼伊限制汉字的使用，来达成国家的政治和文化的完全的独立啦。文化和政治的完全独立，咱来强调是这两个。你若干那政治的底线独立无效啦。你得要有文化的迄个伊的高度有够呢，你才会久长，政治的独立才会久长啊。无你就亲像啥，亲像台湾民主国啦，较早台湾民主国，迄就是啥，迄权益的做法呢，变通的做，伊根本就无文化的迄个深度啊，所以伊是变通的台湾民主国，迄个敢若袂出办国会啊，创无几工就倒啊，对无？好，过来。咱接下来，咱就来讲具体的案例啦，各位若随时有问题，会当举手来问无要紧莫讲我干那一直咧讲到底大家有啥物回应无嘛？毋知大家若有啥物问题，拢会当提出来讲好来，过来，咱先为韩国开始讲啦因为咱台湾。这几年呢，这1、20当来哈韩族真济，早前拢是哈日族啦，拢哈日本的这1、20年来呢，咱少年拢哈这个韩国的较济咧你哈日本的可能拢靠一定的中年级以上少年只拢哈韩族你若对较有岁啦50岁以上的，你讲奇怪，韩国是有啥物稀罕伫咱迄个年代。你若50岁以上咧，读大学的时阵，一寡韩国学生来，
看起来都也无啥物特别的，也无啥物特别的啥物表现啊，也无啥吼。啊，但是竟然讲为2000年以后呢，即个韩国的文化产业煞撑起来呢，韩国歌、韩国戏曲、韩国电影、韩国的一寡流行的文化娱乐事业煞当撑起来，啊是安怎来安尼？咱即来看一下韩国哦。咱即要看韩国呢，咱毋通想讲韩国是毋是自古就拢用即个韩国字啊？无影呢，毋是呢。咱即看这是韩国的报纸，这是因这字叫做颜文啦 ，Hangul 颜文。啊，颜文这是汉字写法，叫谚文啦，就是讲粗俗的文字的意思啦。但即摆韩国伊嘛无爱用汉字这两字，伊会感觉粗俗的文，我这太粗俗的文字，我这高尚的文字呢，所以因拢爱用韩国的个 Hangul 就是颜文啊，这个你来看，像这呢，这差20几年前因为韩国的报纸都报道李登辉总统，迄当时讲两国论，伊当时伊伫台湾有讲到即个两国论的时阵嘿，啊韩国报纸啊报你来看，规个篇内底除了专有名词有用汉字之外，剩呢无几字是迄个汉字呢，差不多99%拢是韩国颜文啊，对无？其实因古早是用文言文的，咱即看这是即摆，而且这是啥？1945年以后，韩国脱离日本的殖民统治了，才开始变做正式的文字啦。也就是讲，伊的正式的文字的历史呢，嘛70几年尔，到今仔70几年尔，甲越南共款，越南嘛是1945年以后才变做正式的官方的文字尔即套文字是安怎来的？咱即摆来小讲一下若有机会，你若去韩国佚佗，爱去参观一下深度的旅游，爱去了解一下这呢，这个当上是啥物人呢？这韩国的李世宗啊，因较早一个王啊，李世宗这是伊的一个。李世宗的纪念公园、纪念馆内底伊会当上这为啥因韩国会纪念这李世宗呢？因为韩国字的形成甲李世宗有关系啦，就是伊创出来伊创出来为啥伊会要用这个呢？伊就是伫差15世纪的时阵，伊15世纪的王伊迄当时伊就思考讲咱韩国话明明就咱韩国话是安怎咱得用迄中国的文言文来写，对无？文言文对因来讲呢，完全就是外国语等于美国人伫读拉丁文共款对伊来讲完全就是外语嘛，所以感觉讲应该爱另外去想一套啥物文字呢，来书写咱韩国话。所以伊就调集学者，韩国学者要求因讲来，恁去研究一套文字这套文字呢爱当描写咱韩国话，所以伊学者就去研究几冬了呢，就发明出来，就是咱即摆看即个颜文这发明了呢，会讲这套确实真好用所以尾呢，伊就甲公告，伊就公告出来讲，为即摆开始，咱来开始使用这套文字咱即摆看倒手并这呢。分明正音，这就是迄当时公告的等于公文啦，用咱即摆角度来讲，就公文啦。迄当时公告，伊就写分明正音啦，就是教咱的人民呢，用咱韩国人的正音啦，莫阁用汉字啦。因为因以前就是拢用汉字，所以李世宗伊家己嘛用汉字。拄开始伊就讲，伊就先用汉字写，所以你看伊用汉字写，咱逐个拢看有文言文这我免读国语就看有意思嘛拢知，对无？伊第一句伊的重点国之语音以乎中国，以文字不相流通，故移民有所欲言，而将不得新机情节倒也。即句话就甲即个汉字文化拢讲清楚咱就甲中国无共你用中国文字，就会造成
咱的戆百姓一大堆啦，咱戆百姓一大堆啦，足简单啊！迄句话的意思就是安尼尔，对无？啊，当伊这公文内底呢，真济啦吼。伊发布这个公文，伊有用2个版本，真有心，伊用2个版本，一个是汉字版，一个是汉字兼这个韩国的原文。汉字版伊就是要互迄当时的人，因为迄当时的人读册人就是拢看汉字嘛。啊，伊用这个原文就要证明讲，我这真正的用字，我先煞写互恁看，所以伊公布是2个版本啦。所以你看倒手并这就是上元书，比如以后中国啊，要哪写，伊才来以后中国就是安尼写，伊就安尼照安尼咧写，所以伊就公告这个分明正音出来所以伊这个分明正音是在15世纪的时阵，韩国李世宗调集学者，韩国学者呢去研究出来。大家毋通想讲是毋是为迄当时开始，韩国就开始用这个原文啊？毋是，无遐顺利啦。各位爱知影，语言的改革、语文的改革无遐简单。语文的改革通常要改革的成功呢，拢是啥？社会大变动的时阵，这语言部这世界有名文字的研究者语言部伊嘛讲出来。语文改革要成功，拢是社会大变动的时阵。你社会若无变动的时阵人大家都惯势安尼，你要叫大家改，无可能。尤其你要改遐尔大，规个文字系统要改，无可能，无一个国家会成功的啦。莫讲要改变迄个文字系统啦，你干那小小一个书写规则要改过就无遐简单啦。咱台湾嘛共啊，你看即个中华民国的教育部就好啊，忙做假教的。你看咱迄当时读的即中国话，迄当时的读法，迄当时的写法，甲即摆少年读的写，佫无啥共啊。我囡仔即摆读小学，我发现我 AI 呢，中文的课他的发音嘛好，话写法，咱若甲以前细汉阮学的无啥共。譬如讲咱讲歌仔戏，因着做假教的啊。遐中华民国的教育部官就讲爱啥，恁知？歌仔戏。歌仔戏对。牛仔裤讲袂使念牛仔裤，牛仔裤，要笑的，真正是安尼。就是假教。语言有当时就是讲迄是像即种，这就是当代的词嘛。你硬要用古早汉字迄字读做啥硬，咱迁就古早死人的发音，那就笑的，读甲转袂过好所以你看，像即种呢，你当代你要改变一个小小物件，你就其实足困难无遐简单何况你要甲规个汉字废掉，你若无社会大改变，无可能。所以你看韩国，伊嘛是第2次世界大战战争结束，好甲早拄好，因就结束了，因都还当独立，大改变的时阵。越南嘛是，伊嘛是因为战争结束，摕到机会，宣布独立了，因阁随宣布废掉汉字。拢是社会大变动，所以咱台湾嘛共款啦。伫遮咱我先补充，真济拢伫遐望讲，即个中华民国教育部会当安怎替咱本土语言做啥我甲你断险看保证，因袂真心咧做啦。因若真心咧做，我头壳咧剁起来做伊济啦，真正我敢安尼讲啦。你若为历史来看就好啊，伊这是中华民国的政权。伊袂捍卫汉字以外的任何文字，伊袂真正互北京话以外的语言发展啦，拢是做假的尔啦。恁家己去观察有影无影，拢是做假的尔。伫现有的这中华民国体制，台湾语文是无可能出头天的啦。要会当出头天，就是引导这个政权，引导现处是中华民国政权，才有可能。就是记号无讲的，社会大改变。大变动的时阵，才会当甲遐既得利益甲引落倒啦。若无，你着算讲，即摆民进党执政，来讲以前20当前维持现状是对国民党有利，即摆维持现状是对民进党上有利。所以你看即摆捍卫中华民国上厉害的啥？民进党咧，连到国民党伊也无要捍卫中华民国啊，伊要行是改做中国的一部分尔，对无？
所以这是互各位思考看觅当然，我的见解无一定拢是对啦总是互大家思考看觅。咱这为足者世界案例呢，咱来看好来，拄只叶先讲是有举手来。因为足侪人会想讲，即马都遮尔爱台湾的迄个民进党咧执政所以伊做诶拢对诶。即马足侪人会安尼认为老师你要安怎甲阮？来看即个角度。举一个例就好啦等下咱嘛咱看韩国诶例。当初是反对韩国字诶，拢是遐做官诶啦。伫封建时代，越南嘛是啦。越南拄开始建国了，就是讲因以前古早诶时阵封建时代脱离古中国独立了遐文字嘛是啥？嘛是使用文言文伊嘛是共款迄套我继续用文言文，恁下骹人较好骗就是讲我要骗恁遮地方诶老百姓较好骗因为恁拢毋捌字我讲诶准拄煞，你知意思无？今仔日譬如讲恁逐个拢无读册啦，干那我读册尔，所以我讲诶我准拄煞。我讲册里讲啥，到有影真正是安尼，反正你也看无你也袂当检查啦。越南较早嘛是安尼因古早诶时阵，因脱离中国独立诶时阵，伫封建时代。伊嘛是选择用文言文因为对因来讲上方便所以民进党嘛是共款事实你看伊政策，你看民进党即摆是已经第二届执政呢。官方语言是啥？嘛是北京话为，因为这对伊上有利莫改变对伊来讲上好你若改变了，歹势，咱蔡总统的台语比国语较歹呢。伊做一个总统，伊迄个尊严敢有存在？大家台语，大家写拢比伊较好呢。遐官员所有拍公文伊拢袂晓，伊完全拢变白痴呢。伊透愿意接受，无可能啦，无可能家己放弃啦。除非就是啥，有譬如讲美国介入，甲台湾并入美国第51州，或者是讲美国介入，美国托管，美国直接管理，重新建立一个管理的阶层，重新换人就有机会啦。你若是互原地遮受汉字教育起来以后甲要找人，一定考华语尔啦。但是你若美国人来，我考英语所以你汉字会晓袂晓，中文会晓袂晓，我无差啦，我看英语就好这越南就是安尼啦。越南当初时为虾米法国去统治了呢？法国嘛帮助因脱离汉字的文化嘛真重要这咱等下后壁就讲到。好来，请讲来，有问题我今日有看新闻迄种迄个中国的孔子学院伫英国已经互掌舵即摆换台湾入去嘛是以华语为主啦。是这是真正悲哀的所在。其实拢无想台语啦，算是拢想华语啦。而且英国人佫讲讲这台湾的华语较自由，较适合阮西方人安尼。所以其实。咱台湾吼安尼政治来讲，咱是互感觉咱是不 China 两个中国尔啦。对外国人来讲，这是两个中国尔啦。咱除非当然你若讲大家都要追求两个中国嘛 OK， 这就是两个中国尔啦。你若感觉两个中国无 OK， 就袂使安尼做啦。你去外国推销华语，就是你做功德，互别人扣啦，互中国扣啦。然后佫甲人讲，我就是甲中国共的啦，知影意思无？譬如讲咧，前几年咱甲越南交流，若是我甲越南伫做交流的时阵咱去越南，咱拢用台语甲越南语两种语言尔，所以人总足清楚，台湾就是台湾，中国就是中国。足侪人以前第一届甲因交流，真侪人第一届甲我这边交流的时阵因拢shock咧，因拢错一条。你讲，本来想讲台湾的中国安尼用中文就好所以因拍的翻译拢是会晓中文的，会晓华语的来做翻译。结果翻译听着咱讲台语，咱昏倒袂晓翻啦。我讲阮台湾甲中国都无共所以你看语言都无共伊就随听我，伊就知影台湾甲中国无共因为对越南人来讲因感觉无共语言就是无共国家啦。
因为因的观念就是安尼，所以因会坚持越南人要讲越南话，无爱接受中文，无爱接受北京嘛，无爱接受汉字，伊就足坚持的啊。所以因会保留啊。所以对越南人来讲，因感觉无共国家，就爱无共语言，啊无共语言就爱成做无共国家。这是越南人因的想法。所以咱伫遐共解说讲吼，甲对越南人解说啊，台湾甲中国无共咱讲一大堆卡数，咱去交流，我就直接讲台语，因听无，因迄个华语的翻译听无，人就随理解啊，足清楚的，知啊？啊，所以你若是伫越南，譬如讲你若是越南嘛，尤其像即几年越南甲中国关系足歹，你看前几年定定嘛有即个排华的即个抗争出来吼。你若伫迄个时阵，人咧抗争的时候，你讲华语，你互拍死，真正。啊，你若铁去唔相信我的，欢迎你伫越南伫排华吼，你调工去，啊，你甲讲华语，你看你互拍死无？真正。足济，你若人伊咧排华的时候，你迄餐厅，你若听着你讲华语，拢甲赶出去，无互你，无爱骂你呢。伫越南是真安尼呢。啊，这毋是讲越南，东南亚足济，东南亚排华足济所在，拢是安尼。伊若听你讲华语吼。伊就甲你落啊排毒啊，甲你赶出去啊，啊，所以这咱爱了解，有当时咱干伫台湾尔吼，你无去了解着这状况，出国行看看，才会理解吼。好，啊，咱搁翻头，搁转来讲韩国。虽然李世宗伊做皇帝要推杀，毋过呢，嘛毋是逐个人支持呢。结果迄当时就有人带头反对，什么人？咱记咧，1444年2月，集贤殿的傅提克崔万里，这个人，傅提克，伊就上诉反对啊，反对推杀颜文。啊，迄当时伊上诉用汉文写，这各位家己看有啦，咱简单讲着，你看，伊有几个重点啊？伊讲5条自祖宗以来。自成世代一尊化制，你看，伊嘛要一尊化制呢。啊，人中国安那咱来对中国就好啊，毋好家己伫遐用遮有诶无诶文字是要创啥？啊，你啊看，你看，遮啦吼，你啊看哦，咱若要用吼，若真咱要用，无咱就用古早迄种新罗四冲因遮。依托啊吼，即个依托韩国话叫依托吼，迄是啥呢？就是遐官方用的，类似啥呢？类似咱台湾迄种歌册啦，用汉语来导台语迄种的，叫做歌册用法。因嘛有啦，因那叫力度啦吼，就是管理官做官的人用汉字来咧写韩国话硬斗的啦，迄种的。所以伊关来讲，你个创这文字是要创啥？无路用啦，啊！你若真正要写咱韩国话吼，你着用迄歌册迄种诶，吼，用汉语来导咱的音就好啊咧。就是伊迄头壳长袂怪啊。这傅提克呢，嘛算足悬诶呢。伊上诉呢，也就是讲，我皇帝啊呢，结果你下骹伊个带头人来报卡来反对，讲毋通用即种文字啦。当然，迄当时李世宗是足坚持诶。用无，我一定爱用，所以伊嘛真了推杀成10档。毋过到李世宗死了吼，就乌有去啊。伊死了呢，后一任起来就甲废除啊。若废除个禁止，伊死了呢，因为因死了的时阵后壁的人要争权夺位啦。其中一派燕山君迄派呢，摕着政权，因伫遐。斗争的时阵呢，要摕官位，要摕送会当继承嘛，迄个王位呢，伫遐斗争时拢会写乌函啦。啊，你写乌函的时，因为即个颜文较简单啦，所以足济即个人呢，伊就用即个颜文哦，咧写乌函，伫遐咧批评另外迄派，结果尾迄派人当选啦，迄派人尾摕着政权，当做王了对啊。尾伊起来了就下令禁止，伊就想讲吼，你看。就是用这颜文啦，咱若用文言文，就无几个人会晓写啊，对无？老百姓拢毋捌啦，咱讲啥，因就相信啥。结果就是这颜文吼，你看，一般老百姓一2礼拜就会晓写，就学起来，就开始甲批评啊。
后间我若执政了，因遮啦嘛，共款用即套文字啊，甲批评，安尼就袂止战一个挡袂牢。所以呢，伊就袂堪，伊就废除下令禁止，不准阁用即套言文。所以从此言文的拍入民经啊，袂使公开使用，拢秘密使用尔。就安尼。所以虽然李世宗要使用，毋过到尾啊呢，推煞无偌久就定去啊。尾即套是安怎才阁出来？到20世纪的时阵，才阁互捡转来用的啦。中央断绝断几百档的呀。到20世纪，咱知影日本除了甲咱台湾摕去做殖民地之外，伊伫1910年嘛去并吞朝鲜，甲朝鲜摕去做日本的殖民地。殖民地了呢，伊嘛当然嘛强制韩国人爱学学日本话啦所以当时韩国人讲，袂使呢。你看咱亡国啊呢，是安怎咱来亡国？就即个封建王朝就无路用啊。咱戆百姓一大堆啊，逐个拢无法度吸收新的知识啊。所以因感觉讲咱若要会当反抗殖民，上好是互百姓会当真简单来受教育。你要用日本话袂使，迄日本人的，毋是咱韩国人的。所以咱就爱推崇韩国话的语文教育。韩国话语文教育毋好阁用汉文啊，毋好用迄文言文啊啦，用迄就阁恢复古早封建时代。若汉文用要用啥？颜文上好啊！咱较早15世纪，咱到皇帝李世宗伊捌发明即套颜文嘛，是尾啊，迄种禁止袂当用尔，无人阁摕转来用啦。所以因开始知识分子开始有思考，所以因就开始甲迄套颜文摕转来，了因嘛阁做韩国诶朝鲜诶语文学会，开始推崇因套颜文啦。所以伊咧朝鲜诶语文学会，某一个角度来讲，其实就亲像台湾罗马语学会安尼啦。但是咱万人超万人100档啊，万人超过100档啦，但是万某万有做，比无做较好啦，所以你看，因就开始做语文学会，开始推崇因诶语文教育呢，甲因诶政治运动是结合做伙，因诶知识分子。基本上就是主张爱推翻日本的殖民统治，爱建立家己的政治的独立的国家之外呢，文化嘛爱独立，文字嘛爱独立，但是结合做伙啦。越南嘛同款，越南、韩国人拢是结合做伙，独到就甲咱台湾人上无路用啦。拢讲迄无要紧啦，用华语嘛无要紧，用日语嘛无要紧，安怎拢无要紧。迄咱后壁再来讲好，这是即个韩国的情形所以你看韩国字确实嘛真简单啦，20几个字母尔，就像安尼，20几个字母尔咧，我真简单伊这呢，伊就是甲即个伊这字母就是安尼，你看这横的甲直的这呢，你就甲夹做伙。就对啊，即个甲即个夹起来就是变做即个，即个甲即个夹起来就变做安尼，基本上真简单，伊就是古早28个，即摆敢若剩26个尔啦，线路问题。歹势迄个放炮碰拢会断机足奇怪。好，这就是安尼像讲汉格尔汉呢，就是无看你好看。有看。有嘿。好。就像安尼啦。伊迄其实你看起来细细角角，其实伊就是拆到尾就28个基本的字母斗起来尔。咱罗马字是斗线性的，就安尼一直排过，伊是排立体型的啦。
啊，为啥伊要摆安尼？因为伊要配合汉字，四四角角啊，所以伊当个摆这个四四角角是安尼啦。哦，啊嘛有像即种型诶，啊，好，啊，这就是即个韩国字啊，所以呢，韩国字头一只啊，就汉字上早改编是日文啊，但是咱今日咱真先讲韩国哈，好，啊，过来，咱过来讲越南的部分哈，咱拄则讲是韩国哈，来有人举手。老师，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讲，咱头拄仔讲即个韩国字，就是颜文嘛，伊敢有受着有人讲伊和迄款蒙古的文字嘛真像，因为韩国伊顶一世纪的时阵捌互蒙古人统治差不多80年嘛，而且伊嘛是通婚嘛，所以即方面来讲，受的影响有偌大？文字。好。即部分吼，这我着较无清楚吼，就是讲有人安尼讲啦吼，就是讲伊迄个源头到底位对来，嘛有人讲，啊甚至嘛有人讲吼，啊着迄个李世宗吼，伊暗时困袂去啊，啊着看着迄月亮，迄笑落来光线，啊古早迄窗仔门着迄四四角角，啊无圆壳仔嘛，啊所以着有创意，即嘛有人安尼讲啦吼，就足侪种传说啦，啊到底安怎？因为我韩文毋是我专长吼，所以我嘛毋知影讲到底是安怎啊。总是有迄种解说，嘿，啊你讲迄嘛有啦，有人讲哦，足侪种源头啊。好，啊这是即个韩国的，啊即个韩国呢，我阁补充着吼，较早我伫美国读册，我嘛有一寡同学是韩国人，你也看哦，李世宗迄当时因其实是看轻颜文的呢，啊。迄崔万里，你看，因嘛反对用颜文呢，因颜文尾也变做正式文，是1945年以后，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这是历史作风，你若伫古早，因拢是看轻颜文的呢。就算以前封建时代，李世宗伊迄种对用，过一般的即个士大夫阶级知识分子嘛，讲迄著是无水准啊，毋较咧用。若有水准，就爱用文言文啊，无水准袂晓人较咧读个颜文啊。结果恁知影怎样？韩国因只有一个颜文节哦，因就颜文节，佫有放假咧。真正有放，即摆毋知佫有放无吼？因较早有一个国定假日是颜文节，就是要纪念世宗大王公布即个颜文，发明即个颜文。毋但安尼，因伫联合国吼，佫出一笔钱，一个世宗大王的基金啦。就是讲，你若其他国家吼，恁还无文字的，你想要用阮的韩国字母呢，摕去斗做恁的文字呢，真欢迎。我会甲你赞助一寡钱，因有提供即种呢，过来，你若问即摆韩国人吼，你若问讲，恁感觉恁上骄傲的吼，伫文化顶头上骄傲的代志是啥？10个内底可能有9个韩国人拢甲你讲，阮李世宗大王吼发明即套足科学，佮足好用的即套颜文。韩国人逐个拢感觉足骄傲的，真正有机会你也问看觅。较早伫美国读册，我问韩国同，逐个拢嘛安尼讲。伫文化顶头，恁感觉上骄傲的代志，逐个都拢会讲，阮李世宗大王发明即套颜文。这确实啦吼，伊即套颜文确实是我袂歹啦，而且咱知影，一般来讲，文字上发明足少有记录的啦。你像讲中国什么仓颉造字，迄嘛是一个代表人物尔，你也足歹讲到底是倒一人做出来啊。文字大多数拢是约定俗成，可能几百档的。才形成一个共同的符号尔，但是真正有记载，有真正有人类有记载，就是韩国即个颜文啊，真正有记载，迄个훈민正，迄是因真正找到的，因较早迄文献，因真正去找到的，迄是原稿，咱拄则各位看，迄是原稿，因尾也甲出做册，迄册我有买吼，所以我 scan 互大家看吼，迄是真正因迄当时的即个李世宗因发布的文稿。这会使讲少数内底有记载的啦，真正就记载讲着李世宗发明出，所以呢，你看，即摆韩国人怎足骄傲的呢？
你若即摆有去韩国佚佗，你看因诶韩国诶观光地区，卖一寡乌名嘅所在，你注意看，一定有一寡乌名嘅，伊会甲即个混民正音有关系，甲韩国有关系。譬如讲，伊包装纸顶头着放迄个混民正音，就咱拄则看这即种混民正音这呢，伊可能用这个变做一个包装纸，就变做一个茶杯啊，无就变做一个皮包啊啥，就是拢用这混民正音的符号变做因的一个文化创意的商品啦。这表示啥？伫100当前，其实因还佫看见家己的呢。结果1945年以后，才豆因的自信较出来。所以咱台湾嘛是，咱毋通看轻咱家己，咱毋通看轻咱家己的。你像讲韩国话，以前透人要学，阮读大学的时阵，迄韩国同学提成绩拢嘛足歹的，拢嘛得爱阮甲斗相共的，对无？伊嘛拢足无自信的。谁会知影讲？即摆韩国话伫国际上嘛足穿的呢。恁若有机会去东南亚像讲越南嘛，越南即摆除了英语之外，上穿的差不多就是韩国话啦，差不多比日语较穿啊。韩国人大陆迄个越南人拢烧济要学韩国话，因为韩流啊。因为若看迄韩国的电影好，戏出来好，唱歌好，查甫拢做缘投，查某拢做古水做水的。所以就无形中带动少年人想要学韩国话啊，韩流啊，20当前人啥想会到，对无？20当年人就豆甲迄韩流做出来，咱台湾机会无？其实嘛有机会啊，咱台湾嘛有机会呢，是咱家己无意识尔，咱家己无意识尔，你看像即摆英语，咱想英语即摆国际语言呢，逐国都嘛咧用呢。但是你毋知影，英语伫500当前伫古早中古世纪的欧洲的时阵，因迄个英国迄个法国统治的时阵，因迄当时因感觉有水准的语言是啥？法文较是有水准的呢。因感觉英语是粗俗的，无读册人咧讲的话啊。若要有水准的，就是法国人讲的迄较是高尚的。所以你也看，即摆法国人足无愿意学英语。伫国际上，英语甲法语两个是死对头，就是安尼。法语国家足无想要讲英语的，英语国家嘛拢足无想要讲法语的。伊迄历史就是安尼啊。谁知影500当了呢？英语人爬起来，地位比你法国较悬啦，对无？因为人英国佮美国为19世纪以后爬起来人称霸规个世界啊，变做即摆上普遍、上侪人用的就英语啊。对无？咱台语嘛是有机会啊，对无？咱才会知，你来看以前，咱伫20当前，要甲美国买武器，人也无爱插咱，无爱卖咱啦。要叫美国甲咱斗相，人无爱插咱啦，对无？现在无共啊呢。即摆美国武器爱紧卖咱啊呢，佮惊咱毋买呢，你来看，这有风声，咱咧无共，伊爱紧送过来呢。伊足惊台湾啊，无伊嘛麻烦呢，对无？为虾米？咱有伊需要物件，譬如讲台积电啊，咱这做这电子产品的迄集体电路的这样做这 chips 的呢，美国有需要，也靠咱啊，所以呢，这有当时足歹讲的，咱对家己要有自信咱呢台商你也看，咱台商伫外国遐尼济，像讲伫越南啦。伫越南投资的台商就好啊，伊的工台商的工厂所请越南人，合会头100万以上啊，100个员工以上啊。咱台湾人若意识，我今仔若头家我讲你着越南人，你若用台语，我优先录取。若较好，我佮加5%的薪水互你。有人要来学台语无？足侪人对无？共款啊，因即摆为啥足侪人想要学韩国话？除了韩国话，除了韩国歌好听之外，因为韩国企业伫越南嘛足济啊。伊就想讲，你韩国企业就爱讲韩国话，所以我当然嘛爱学。就亲像讲你日本企业去，伊嘛希望讲你爱学日语啊。结果咱的台商企业拢是干那，你若袂无你学华语，咱咧做功德互中国趁啊，你替中国行销华语、中国话啊，敢毋是你戆甲袂白净，对无？咱若会当
家己，比如我台商，啊，你若要来，会用台语加5拍阿萨利互你，吼，啊，会当互你晋升做主管，对无？做组长，对无？逐个拢嘛拼命学，对无？你啊看，若敢若越南100万的员工，莫讲济啦，一成人来学就好啊，10万岁啊！你看10万岁，伊需要偌济师资，对无？哦，啊，这个佫是一个国家尔呢，东南亚有10个国家呢，吼，印尼的人口嘛几若亿呢，嘛要到2-3亿呢，对无？东南亚的国家才5-6亿的人口的呢，吼。啊，咱台商伫东南亚嘛足济啊，对无？你看咱带动偌济商机就好，咱做的台语歌会当卖去遐，咱做的台语电影，咱电视节目做了若好，会当卖去遐。你看咱市场透过遐，会当爬起来。无咱敢靠台湾的市场才有够，对无？所以就是无意识啊，头壳决定一切啦。咱若无脱汉的思考，拢甲用中国的思考，咱就无效啦。哦，好，咱搁翻头。啊，这是即个韩国的例吼。再来，咱来讲越南的情形吼。来，先互各位要看卖咧吼。这首诗汉文的诗吼，这是上下恁知？啊，咱迄个听众内底吼，若有无要讲话吼，麦克先关起吼，较袂干扰。啊，无当时恁家己讲秘密的话，迄种听着吼。迄个。那我看有一个敢若无咧讲话吼，爱甲关掉吼。来，请问这首诗这是上下，恁知？有看卖？作者是啥？用身体在乐中，精神在乐外吼。欲成大事业，精神更爱大吼。这上下敢有人知？有看来？这毋是阿扁写的吼，所以阿扁嘛用关嘛足可怜吼，毋是阿扁总统关，毋是伊写的吼。这是啥呢？啊，来看卖。胡志明。对，胡志明写的。啊，有人讲，哦，胡志明也捌汉字哦。咱用伊做例就是讲，越南较早吼，以前因嘛是用汉字啦。所以像胡志明伊本身汉语嘛会晓。啊，当然伊是念越南话啦。伊念这段是念越南话啦，像这呢？静夜书东西300首，种四书五经，你若要用越南话来念，嘛拢会念一。越南伊嘛有出册，因较早伊嘛有出一寡册的吼，你四书五经东西啦啊免来用越南话来念，伊嘛是当念啊。像这呢，静夜书像这就是用越南话边仔这是汉字，正边这是越南话譬如讲即句呢越南话叫上殿明月光，耳体叠糖霜，高度望明月，低度知高峰，这就越南话的发音啦。对越南话来讲，伊嘛是有押韵啦。念遐唐诗嘛会使，四书五经嘛是有押韵。因古早越南人嘛是安尼读越南话内底伊嘛分文言音、白话音啦，甲咱台语拢差不多共款。文言音就是读册时咧用的，白话音就平时讲话咧用的。为遮呢，嘛拄仔先煞讲着咱嘛是爱有跳脱汉字的思考模式。真侪台语界的人，拢伫遐讲好，咱台语读唐诗偌押韵偌好呢，偌有气口呢。无若毋是伫遐读唐诗，无就伫遐读四书五经，用台语来读。讲吼，你看，咱台语就是唐朝的官话啦。各位若有人安尼讲，恁感觉对啊？对啊？毋对？有道理也无道理。无啥正确啦。其实是无啥正确，应该倒边讲啦。太毋对，太无正确。简单，我先举一个例啦。咱即摆拢嘛穿西装、夹呢骨带对无？查甫的啦，正式的场合拢穿西装、夹呢骨带。有当时佫会啉一下可乐，食一下麦当劳。我若甲下一个结论讲，原来台湾人拢美国人啊！原来台湾人祖先是美国人，所以咱穿西装、夹呢骨带、啉可乐、食麦当劳啊。安尼会对？咱穿西装、夹呢骨，咱是学人的啊。
啊，他会搞尾讲咱就是美国人，他会对。咱较早台语也好，广东话也好，越南话也好，客话也好，你念同时会比北京话较顺。迄是啥？迄是古早的时阵，简单讲啦，迄是殖民的烙印啦，咱迄项殖民的结果啦，咱迄项统治的结果啦，迄是殖民的符号啦，用殖民的记号啦。就是古早，譬如讲啦，古早中国皇帝伊统治福建，统治广东，所以因迄当时科举考试的时阵，咱知影科举考试上头拢是你迄庄头去考对无？啊了再规个省份去考，啊了再去全国去考嘛，伊有分啊对无？分军啊级，就讲你地方诶先考的，啊了再去省，啊省了再去行城，考到尾拢是皇帝亲自甲你考啊，对无？因为科举考试是要创啥？毋是要互你学问的啦，科举考试是要皇帝要找人来做官，要找伊会信任一个思想会合的人，要来甲伊斗相共的啦，毋是要互恁有学问的啦。中国古早教育毋是真正为着人民的啦，拢是为着皇帝服务皇帝的啦。所以皇帝讲的话，你一定要听有啊。所以古早读册人，伊拢爱模仿皇帝的腔口。古早中国足大的嘛。譬如讲，若北京清国时代，北京伊就用北京城遐个话做标准语，所以你福建人、广东人，你若要去考试，到尾上京城考试，你若讲福建话，皇帝敢听有？听无啊！你若讲广东话，皇帝敢听有？听无啊！听无，你评分你就衰啊！你一定分数较歹啊！你若是皇帝听有，伊上无嘛起码是较严，爱听你讲啥，分数相对就无用中较悬啦。所以古早读册人拢得爱模仿皇帝的首都所在迄个腔口，模仿一个久了呢，对在地语言产生影响啊。时间一个拖一个久，尾形成，咱台语有文言白话，就是安尼来啊。文言音就是读册音，就是读册人伊为着要讲互皇帝听有诶啦，所以譬如讲咧，咱讲天顶即个天啦，文言台语文言叫天上，比如天上圣母天啊，对无？但是咱台语的白话就天啊，你看差较济。越南话伊嘛是越南话，因叫做汉越音啦，就等于是咱文言音的概念。越南话伊嘛叫天啊。就是天顶迄字，伊嘛叫天，但是伊若白话，伊叫做。你看做甲天是毋是差足济？但是天一模一样啊，因为各地方的人，伊为着要甲皇帝听，讲互皇帝听，所以伊爱模仿皇帝，所以模仿起来拢较共款啊。所以你看各地各省的所有的文言音，一定拢会较接近的，白话音一定差较济，原因是安尼来。所以咱会有迄个文言白话，迄表示啥？表示咱迄个有一个谚文麻烦迄个麦克小关一下无会出声所以呢，你若看古早中国遐尼大，所以会有文言白话拢是啥？边疆地区去互中国统治，去互管去的，迄就是啥？殖民啊，文化殖民啊，认真讲的文化殖民啊。结果呢，咱毋知影讲我这个当初是个官话啦，拄倒变怪啦，迄毋是咱官话啦。文言音会较共，是因为读册人伊都无用白话音读啊，伊用皇帝的腔口来读伊的册啦。因为伊平时就安尼读啊，无你到时是免甲皇帝讲话，安尼有了解无？所以后届毋通去讲咱台语是啥物东调的官话啊啦。毋好去讲遐为什么以前有真侪人有安尼？当然，伊即嘛有伊历史背景啦，是啥物款的历史背景呢？咱知影，早前伫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时代，伊拢丑化咱台湾人，咱若讲台语，就甲咱丑化，讲你这无水准。所以迄当时咱有
有一寡台湾人讲，啊无啦，我这是东调的官话，我这是做水准的。迄有当时啊是迄个时代伊的策略上要甲国民党甲因吐。我讲我这较是有水准的哦，你看人我东调时代官话哦，迄个时代用安尼有当时策略上用安尼甲吐，甲国民党吐，OK。但是即摆的时代无共啊，毋好阁用迄啊，莫阁伫遐强调啥物这东调的音啊，然后用台语要来读古册，要读四书五经，读东西，毋好安尼啊啦，迄毋是台语的特色啦。真侪人拢伫遐念啥将进酒咯，啊无就啥物念四书五经，读念东西哦，迄毋是台语的特色啦。迄越南话嘛通念好听啦，真正的。若要念我嘛通念用越南话念互恁听啦。迄毋是台语的专有的，毋是咱的特色，迄是汉字文化款的特色。啊，汉字文化款是啥？迄是周边的人无法度啊，你爱共雕讲啊，爱甲中国皇帝雕讲啊，所以迄是咱的从文化实民的一个符号记号啦。迄其实对咱是歹的啦，毋好阁强调遐物件。这就是咱的跳脱汉字思考。你若阁用传统汉字思考呢，咱台语就愈行愈我对中国去，就愈惨啊！这是拄好讲到这呢，咱补充互各位看咱即摆看觅呢，越南因即摆文字生做啥物形？像安尼啦这是劳动部，劳动部毛劳动因即摆全部拢落嘛，一字汉字完全拢无半字汉字啦。无像韩国讲佫有一两字汉字越南是完全拢摕掉，一字嘛拢无爱这先嘛，这嘛是会日杀伊这是啥呢？因较早翻译册的会啦，类似咱台文的5%啦。咱较早90年代嘛有呢，有一阵少年人出钱出力，甲一寡经典的文学作品甲翻译做台文。要通好丰富咱台文的即个作品，迄当时咱越南嘛做过，咱100当前就做过啊。因迄当时组一个会叫做会日杀翻译册的协会啦。因就是我要甲一寡较经典的册，要甲翻做越南话、越南罗马字咱即下看下，像这是越南即摆因的描诗呢，因为嘛拢调整过因拢会配合伊罗马字，咱即下看这拢是用罗马字写的甚至这嘛是罗马字，伊甲变形去的这嘛是这嘛是这3字是啥呢？各位要看觅呢？这嘛是罗马字写的，福禄托啦，福禄寿啦这福禄寿过来写毛笔嘛会使呢越南用毛笔来写罗马字写嘛有呢像这嘛是像这嘛是像咱这看，这嘛是著名一个作家，伊汉字嘛会晓，越南字嘛会晓，当然越南罗马字嘛会晓所以伊的作品哪拢有咱这看，迄是现处是越南的情形因即摆完全拢改罗马字无咧用汉字因是安怎改变咱即摆快速看者因上早呢2000几当前上早是差不多为赵到迄个时代。反正呢，就差2000几当前开始啦，开始就用这个汉字因个汉字用伫啥物所在？行政甲这个科技考试拢是甲做官有关系啦，甲做官有关系啦，因用像这呢，咱即摆看，这是上早一个叫施业，施业呢是伊的祖先是中国人啦，就派去越南去遐做官伊就开始去遐传教即个汉字，所以越南开始用汉字就是为施业者开始的相传这是伊的伫越南的梦伊的梦伫越南遮这个呢，伊的身份淡薄类似新公文啦台湾真侪人呢讲到即个新公文讲到即个新公文，咱嘛要去补充，咱嘛是爱跳脱汉字思考，真侪人拢讲台湾的教育，台湾的即个文学呢，拢为新公文开始算起，这嘛是毋对的啦，这毋对啦。台湾的教育伫荷兰时代，咱就开始毋是为新公文开始的啦，
哦，所以你若为新公文，你若为电信公遐开始算，迄就是啥汉字的角度啦。你若讲汉字的教育为新公文开始 ，OK， 有符合历史。新公文差不多1650年代才来咱台湾的啦。伊是安怎来台湾？就坐船拄着风台啦，歹运啦，扇着风台，要怎扇来咱台湾？伊嘛毋是欢喜甘愿来啦，安尼知影意思无？来了就既然来吼，无就为着渡三长，无就教一寡汉字啊，是安尼。后来拄好就电信公因嘛来，所以就延揽伊来个教册是安尼，大概是安尼。意外来啦，安尼知影意思无？结果呢，咱拢甲伊当作是台湾的文学的开基祖，台湾古典文学、台湾教育的开基祖，这拢是中国观点啦。你若讲伊是汉字的开基祖 ，OK， 有符合历史的事实，咱会当就亲像生业安尼共款 OK。但是其实伫伊早几若10当前，咱即个荷兰，就伫台湾设学校、设教会，用文字教你会晓读、会晓写。人比新公民早20-30当啊，咱就爱徛伫客观的角度，咱嘛爱共算落啊。台湾的教育是为荷兰时阵开始的啊，对无？安尼毋才有公平，咱历史就历史的事实来探讨，安尼毋才对。所以台湾的文学、台湾的教育是荷兰时代为新港文开始的啊。所以新港文伊重要性就是安尼。虽然讲伊尾也转去科学拍算，尾也迄个转去，伊若莫去转去，就加做阁愈好但是较可惜，伊尾也转去，即摆会晓读新港文的人。剩少数的学者啦，无几个啦，可能袂超过10个啦，是较拍算啦，但是伊的历史意义就是新港文，尤其是时代伊留下足侪文献，伊是咱台湾上早第一个文字，上早文学语言，上早教育语言啦，这咱得爱了解，迄个史观咱得爱徛，这是台湾史观，好，过来，咱过来。这是这新公文先再互各位看。过来，咱来讲越南越南呢，即摆呢，迄一寡庙事较古老的庙事，较有历史的庙事呢。你看，新主牌嘛，佫会写越南，写即个汉字伊新主牌嘛，佫会写汉字像这呢，这是越南的孔子庙，但是因无叫孔子庙，因叫啥？叫做文庙，文庙啦。文庙这是较合理的嘛共款，咱爱跳脱汉字的思考，跳脱中国式的思考，爱有家己的主体性。你看人越南，因就拢叫文庙，伊英语就翻做迄个literature temple of literature 文庙，人拢是安尼，伊袂甲你叫啥物孔子庙啦。咱台湾。结果咱台湾拢叫啥？叫孔子庙，其实台湾较早嘛毋是逐个时代拢叫孔子庙，嘛捌叫做文庙过呢。是近代国民党来了，才拢共叫做孔子庙。为啥伊要用孔子？伊条工的要甲中国做连接，伊就讲中国牛人孔子孔子是中国人就做名所以。那甲这叫做孔子庙，就会当连结啊！伊咧想办法要甲台湾物件拢甲中国做连结照讲这叫文庙就好啊，咱越南嘛是叫文庙啊，对无？咱嘛叫文庙啊，爱较中性啊，所以像台南这我嘛一直主张讲，莫阁叫孔子庙啊啦，咱就叫文庙就好啊嘛，无就叫台湾的第一间学校就好啊，何必就阁叫做孔子庙？这就是主体性的展现啦。咱有家己主体性的一个展现佫翻头咱来讲，所以古早的越南人，因就是读即种，这就是因的古早的册。你看因的古册，就像安尼，因伫读册时阵呢，先1000字、2000字、3000字，像这是3000字，差不多爱开10当啦，先读遐基本的汉字啦。你后才读文言文，但是你会发现越南因介特别，你看这是啥？这大字的边仔佫有细字的呢，各位发现无？你看伊这个，看这放大，
你来看，越南因较特别你看因的字呢，即个天地基准边仔，佫有一个细细字，这是啥？迄就是字南字啦，越南的字南字。越南的字南字一定爱用越南话的角度去念。你看起来你看起来敢若知影意思，毋过伊意思甲你想的完全无共。迄就是若用歌册角度就是照音字啦。我著用迄字来斗尔啦。比如讲，咱歌册内底有当时用雨神，就甲伊写一个雨神。你也毋知影，想讲是落雨的神呢？结果伊毋是，伊是你讲的雨神啊，苍蝇啊，你讲雨神啊。安尼知所以越南嘛共款呢，伊嘛即种字南字所以即种是字南字，即咱后壁去介绍越南古早因用文言文、用汉字用足久的，用几千档的到差不多10世纪，用1000档了呢，豆因感觉讲用这汉字袂通啦，咱应该来修改汉字，来写咱家己的话但较可惜，越南因无像韩国因有迄种拼音字的概念，越南伫古早迄时无啦。因的想法就是甲汉字摕来改，就啥货呢？类似咱台湾歌册的用法啦。所以认真讲，若是就语言学的角度500当前韩国的即个言文是较先进的时候。就语言学角度来讲是较先进无对。越南的即种字南，也是讲咱台湾歌册是较落后的啦。认真讲是安尼啦，较复杂啦。就是汉字都咧歹读啊，你用这字南嘛，用歌册佫愈歹读啦。安尼无？所以咱就来试验你看这段恁读有读无？这段我若无讲互你要看这是啥物字。我若无讲，有人想这可能汉字但是我著看无其实毋是汉字呢，这就是字南字啦。看起来甲汉字足像对无？毋过其实拢毋是汉字的意思，这是字南字。你要用越南话去读，较读得出来。互你要看卖譬如讲啦这段，这我有注越南话这段呢，这啥物意思？互你要看卖咧，有人要无？咱遮有一寡中文老师要看卖咧。进来要看卖来。有人讲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嘛共款呢。字南嘛大概差不多是安尼啦。蒙要看卖我同越南字读有嘛毋知意思呢。嘿对。无要紧这蒙起来，我读一届啦伊这读做啥？一个占南中国英伟大。占南，我若解说了，恁就有理解啦。占就是100啦，南就是年啦，100当啦，占南就100当啦。然后我讲过，恁是就理解100。所以这是啥？形声字啊。汉字内底你讲形声字一边表示音，一边表示意思嘛。所以你看100就是表示意思人伊用越南话的人表示咧音嘛，甲你暗示讲即个读做占嘛。这就是字南字啦。这字南字咧，颠倒加较歹读啦。但是虽然是安尼，但是越南因豆形成有即种字南字，所以尾仔因到16、17、18世纪，就开始民间嘛拢有开始利用这，就靠意识，因就拢会想要用啦。你知？就甲咱即摆共款啦。若有意识的，就用台语来写啦；若无意识的，就是用中文啦，共款道理啦。越南遐早嘛是。越南呢，你看因为10世纪迄个时阵，迄骹兜938年迄阵，为10世纪以后，越南脱离迄当时的东朝，脱离中国古早的中国独立了，因建立家己封建王朝。伫因建立王朝当中呢，大多数伊嘛是拢用汉字文言文，伊嘛是无爱用即个字南。为虾米？伊要展示讲我较敖你知无？伊要展讲我较敖我会晓文言文较敖。恁这用字南的拢是无水准的啦，考试字坎的、米卡的啦，开用这。甲咱即摆拢共款啦。
即嘛讲我足敖呢，我中文教授呢，我中文较有水准。啊，恁这吼拢字坎的，较台文系啦，啊无较创台语啦，拢字坎的啦，拢是迄种人啊。啊伊若记得利益啊，因安尼想的啊，但是甲事实当然无一定安尼，事实当然毋是安尼啊。但是因遐人就安尼啊。你看台湾嘛是共款啊，足侪学术界、中文界啊，当然咱毋敢讲全部啦啊。但是真侪中文的人啊，咱这着靠学问的啦，中文好就拢做学问的吼。啊，恁台语哦，啊这个语言尔嘛，啊这也无啥啦。啊，若要讲恁中文嘛是北京话尔嘛，讲啊歹听，迄番仔话啊，对无？北京话伊的源头就是满洲啦，啊满洲啦，对中国人来讲就外邦啊、番啊，所以北京话是番仔话，敢毋对？对无？吼，认真讲的时阵。中文的学的拢是番仔话呢，若要安尼讲的时阵，啊，但是因就讲哦，阮这外有学问安怎，笑死人，啊，迄古早汉字文化馆内底，迄汉文，迄是汉文的特色，迄嘛毋是讲倒一个语言专属的啦，啊，迄是汉文的共同的。你文言文，迄嘛毋是北京话专属的呢，文言文迄是文言文伊的一个历史的文化，啊，迄款文言文啦。好，按那个翻头来讲，所以越南嘛共款呢。伫迄个封建时代，大多数的皇帝拢也是用文言文啦，袂瘾用即种白话啦。哦，但是咱去补充，字南就像安尼啦吼。像伊足侪种写法的吼，比如平平字南就几啊种，安尼也无改，你嘛当去改。啊，甲咱台语共款啊，你若讲迄字无改，你就去改啊。啊，上好就是。莫阁用汉字，若无一致的用罗马字就好啊咧，对无？就汉字的写法就套一定来用汉字，即个汉字呢，咱来像这字南呢，我简单举一个例字南呢，伊上早就像安尼啦，公伊写即字即字是啥呢？恁通想讲是昆虫呢，甲虫拖无关系，伊越南话。字南内底公上早，若公伊会用即字，即字伊是取一个音尔啦。用一个角度来讲，就是照音字啦。咱这样讲照音字啦，啊表示啥？子孙啦，后生祖囝子孙啦，后代的意思啦，越南话来讲的意思啦吼。啊，当然后来伊字南字的发展就是，伊就是惊讲照音字用伤济语义会火去啦，所以伊尾仔就加一个囝啦。表示讲子孙啦，所以尾仔就换写做安尼啦，即个读做公啦，就是子孙的意思啦。大概即种就是字南字啦，即个字南字呢，咱拄则讲大多数的越南王朝嘛是无爱用啦，敢若少数有两个皇帝要用尔，对两个呢，第一个就光宗皇帝啦，光宗皇帝伊感觉讲咱甲中国无共啊，咱应该用家己的啊，所以伊就坚持，而且伊是啥？伊是做事人起家，伊是农民起义，伊徛伫民众即部分即个角度，伊就感觉讲，无需要用迄读册人迄个啊，光宗皇帝呢，咱嘛简单补充一下即个嘛越南真厉害一个人物较早呢，清国时代啦乾隆啦，乾隆乾隆皇帝，伊讲的十全老人啦，各位会记住无？较早读这个中国历史的时阵啦，讲到这个乾隆皇帝十全老人，伊伫任内呢发动10届战争，啊，逐届拢赢，啊，其中有一届来拍台湾，啊，有一届是来拍这个越南啊，其实拍越南无赢呢，中国人造假。这是历史都有记录啊，拢黑白讲的啊，讲白贼，讲关系啊。乾隆拍越南透赢，根本是拍输啊，拍输袂见识讲伊是拍赢啊。中国人就是安尼，记一个，迄当时乾隆咧派20万的军队要拍越南，啊，拄着越南的即个光宗皇帝，伊越南话叫元惠啦，元惠啦，元惠爱另外一个名叫光宗啊，光宗这足够修正的，伊农民起家，结果
伊的战场伫对，伫即摆河内叫做区东大，一个区东大伫河内市中心尔吼，有机会恁若会当去参观一下战场，古战场伫遐。结果20万的军队去，一半以上拢死啊！所以尾啊，伊伫遐待一个死去，拢啊待伫遐，变做一个万人冢啊！哦，遐一个小的小山轮啊，吼，遐即摆改做即个宫中的纪念公园啊，哦，迄就是迄当时的古战场。乾隆皇帝派20万的军队去，结果一半以上拢死啊，就是拄着伊，互拍死。所以尾啊，乾隆才讲啊，好啦，算啦，莫搁拍。承认你啦，承认恁越南迄落啦，吼，恁承认恁即家己建立家己，就是你即个朝廷好啦，无爱甲你迄落啊。但是即个历史乾隆伊嘛会当改啊，改做讲好，伊拢拍赢，吼，啊，这就袂见效啊，吼。好来，咱有人举手来，叶心来请讲。做辛苦老师哦，啊，咱来留一寡时间，互人。问问题安尼，讲袂完吼，嘿。对。因为我准备的物件足侪啦，吼。对啊，是，我了解。我见咱各位若有问题，拢会当问，吼，因为我遮内底若无问题，我就继续讲啦。啊，若有问题，咱就会当回答，会当做一寡交流啦，吼。是。所以若有随时有问题，你就举手吼，啊，麦克啊拍开，吼，来发言者拢 OK 吼。所以咱拄则讲着即个宫中皇帝吼，即咱做一个补充啦，吼。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快速啊，吼。或者是另外2南的例啦，吼，这咱就讲一个例就好，莫去讲遐济啊，吼。所以越南你也看，因封建时期独立了，因初期嘛是拢去用越南的，对吧？用即个文言文的，敢若2个皇帝，一个是咱拄则讲宫中皇帝，佮另外一个叫胡quý理的啦，吼，迄有机会后摆再去讲啦，吼。反正就是大多数的拢无要用即个越南啦，啊，所以你也看咱遮嘛共款啊。在伫即个体制，伫中华民国体制之下，你讲伊要会改变用中文以外的语言，无啥可能啊，伊一定是用中文的啦。啊，你着算民进党已经2届执政啊，伊嘛毋敢台语文啊，含国校啊，咱要求一礼拜1节变做2节，伊都做袂到啊。你免啊要求讲伊会当真心来推销台湾本土语言，无可能啦！我听到大人讲无可能，莫相信啊啦！咱也是草根的基础，咱也是爱有家己的坚持，毋好相信体制内迄种的，迄是咧偷渡的尔啦，哦。好来，叶心来请讲吼。除了安尼以外吼，迄个文化部伊有甲白话字认定做台湾的文字。毋过咱咧书写的时阵吼，煞颠倒拢一定爱叫咱着咧写慢落了，颠倒白话字着无迄个出头的机会，这足奇怪的即个政策甲行为啊。哦，所以讲伫中华民国即个体制之下，你着算台湾人入也无效啦。你台湾人咧做总统，你无法度发挥啦，因为伊所有的官僚系统拢也是迄个头壳的啦。你着算总统，就算部长想要做，下骹人嘛袂互你做啦。安怎意思无？就亲像我嘛共款啊，我着算做成大校长，我想要推销台语文，下骹遐院长下水也无一定要配合啦。安怎意思？除非你来卡掉定来才有可能啦。所以越南迄当时会当废掉汉字，你也看，伫封建时代嘛无可能废掉啊。若无法国介入，越南到今嘛无可能废掉即个汉字啦，因为法国的关系啦。因为法国比中国较强的，甲介入才有机会啦，所以咱即来讲罗马字是安怎来的，当然，越南用罗马字其实用足久的啊，伊是到17世纪就开始用啊，但是伊初期是教会咧用，伊是豆啊，愈来愈济啊，再来到第2期的法国人来了呢，法国当然嘛支持用罗马字，因为法国人伊的想法就是讲莫互越南人继续读汉字的册啦，越南人继续读中国册，伊就会受中国的影响啊。所以法国人的策略就是讲，想办法甲汉字甲摕掉，互越南人读罗马字、读法文也好，啊，你就算拄开始法文袂晓，无你先用罗马字来读即个越南话嘛好，先甲汉字废掉啦，这是法国因的策略。
历史嘛证明因的策略是对的，是成功的啦。所以尾啊，咱豆豆啊，经过这4个阶段了呢，越南就规个时机就成熟了，到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了，规就变过啊。按时间咱先看者好，这早前因第一本呢越南的罗马字的字典叫做《月无啦字典》这个像这呢，伊越南的第一份的报纸《家庭报》，比咱台湾府城教会报第一份的台湾罗马的报纸呢，比咱早20档啦。咱1865年就发行咱是1885年慢20档。人即摆已经变做官方文字啦。咱的白话字，咱的台语文还搁伫遐默受这是即个即个家庭报的主编叫做张永基，伊过身去伊的梦这是伊的梦即个呢，搁另外一个越南上早报纸是家庭报张永基因遐开始发行家庭报就是南部啦，家庭就是即摆乌志明市啦，旧名叫西贡搁较早旧名就是家庭啦伊个算第一波的，搁来第2波，20世纪初期嘛，搁有另外一波叫做东京艺术的学校，到1907年，伊嘛是共款，就是咧推崇即个罗马字啦。东京艺术就淡薄仔类似咱台湾的台湾文化协会啦，但是呢，咱台湾的20世纪初期遐个知识分子呢，拢无看重罗马字啦，简单看重汉字。看重罗马的少数啦，像讲蔡培慧啦，少数几个人尔，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因就感觉用日文就好咧，无就是用汉文用迄白话字要怎白话，迄是无读册人咧读的，拢迄种观念。但是咱越南就无共，咱甲越南的关键的差别就是20世纪初期，咱越南的知识分子，因有感触着讲，咱有法国殖民，咱要推翻法国。就是要用透过教育教育你毋通阁用汉文啦，你要用法文嘛毋是逐个人学会晓的无咱着用罗马字，这罗马佫是法国嘛为允准嘛合法的，所以规矩咱用即个所以你看为1907年第2波的即个罗马字运动为东京艺术了，开始着愈来愈侪人有即种的观念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拢有支持。因就开始咧推崇办报纸、办学校、办营队、办啥物会足济可惜咱台湾就毋是日本时代主要就是拢甲台湾文化协会台湾文化协会佫毋是逐个支持呢，无像讲咱台湾罗马协会是较专门咧推崇白话字的迄当时台湾文化协会毋是拢咧支持即个罗马字，伊主要是文化运动、政治运动为主尔这是迄当时的教材过来像这迄当时的报纸，那越南文咱台湾嘛有一条歌叫台湾文，咱嘛万人万100档啦人较早他100档前人着越南文的报纸越南文即个词像这呢，迄当时因着办出侪相关的杂志啦、报纸啦人就是直接就是罗马字啦，含汉罗嘛无咧讲，咱台湾佫足软性的佫妥协性佫足悬，咱佫有汉罗甚至汉罗佫真佫袂接受一个呢，有个人佫讲汉罗嘛袂使，你像中华民国的报道含汉罗嘛毋互你用呢，拢爱用汉字呢，拢叫你来改汉字呢。你看人越南，直接注定就全罗啦，到啥物佫咧汉罗？我真也毋捌看过越南有汉罗的呢，也无找着呢。早期的报纸真正我变过。都拢无汉罗，拢全罗有啥物汉罗诶？你知无？像这是环境，伊编的一个杂志叫做《南方杂志》杂志南方南方杂志1931年第164期内底呢，伊就讲这是伊原文甲翻译过伊就讲总结来讲国学袂使脱离国文啦，若无国文嘛无法度成立国学。咱越南国过去无应该用汉字来建立国学，未来嘛无应该用法文来建立国学。咱越南国若要建立国学，就要用越南话
食通啦。你看，人100当前，人头壳足清楚啊。结果咱台湾人到今嘛是还搁伫遐讲啊，用华语无要紧啦，华语嘛是会让台湾独立啊。哦，啊用华语较要紧，用汉字较要紧。所以你看，咱拖足久诶，是毋是安尼？拖到今嘛无解决啦。因为咱就是嘛，拢毋敢主张，拢敢妥协性，所以你看，咱就是拖到今啊，敢毋是？咱若自早以前的，我主张安怎？主张就是无用中国话，主张就是无要妥协，主张你外来政权就爱甲按怎倒。咱即个戒严，1987年迄骹斗，台湾的民主运动当车赢的时阵，咱若足敢讲台湾建国，台湾安怎，若按怎过，咱就趁着啊，咱就是拢毋敢。简单讲，台湾人惊死啦，惊老岁啦。啊，惊死惊老岁，咱只好就承担迄个副作用，就是你爱拖西连拖足久诶。啊，人话人毋是啊，我就是主张啊，足清楚，我就是越南独立建国，足清楚，我就是未来要行向罗马字诶路线。该战我嘛敢咧战啦，所以人战几十当了，尾仔人就独立建国，就是安尼尔。哦，啊，咱若惊，就是拖西连，即代解决袂掉，就是后到恁诶后代，到恁诶孙啊。到你干仔孙嘛是搁得去解决即个问题啦，就是安尼啦。啊，这代志拢有好有歹啦，吼。所以这就是要有比较，才会知啊。各位随时有问题，拢会当提出来哦。哦，随时我是准备足济，哦，我甲规学期的课拢摕来才准备咧讲诶，吼。咱若有问题会当提出来问蒋教授，因为咱诶时间讲到4点吼，啊嘛有教授休喘一下安尼。敢有问题？问题咱提出来吼。老师，我会记即迄个韩国的新闻已经是世界非物质遗产啦，吼。嘿是，嘿。韩国的新闻嘛，人去登记，嘿，人去登录对。去登记吼。嘿。虽然咱甲联想来，咱白话字嘛会使有可能，嘛是有可能啊。嘿，嘛有可能，可惜咱毋是国家啦，咱也毋是国家啦。所以咱台湾也无资格去登记啦，因为咱也毋是国家，毋是会员国家，所以咱无法度登记。台湾国拿独立就有可能啊。是啊，所以你也看，咱看即张相片啦，吼，这是迄当时1945年左右吼，越南还搁咧拍游击队的时阵哦，因还未独立成功的时阵，你看，咱游击队休困时阵穿插咧边啊。人就伫遐学越南话，伫遐学罗马字啊呢。你看人的精神是安尼呢。结果咱台湾足侪政治人物，咱若甲讲吼，你爱推销母语教育，爱推销台语文，爱推销台湾学。因拢讲等台湾建国了，较来讲，迄种借口啦。哦，若要做，即摆就做一下，他就等甲独立建国较来讲。人越南就是啊，随时咧做啊！你要推销罗马字，要推销书写，为即摆做起啊，对无？他着搁等到当时，对无？所以你看，人迄当时，平时就是游击队嘛咧做，等甲伊摕着政权了，着下令全国拢开始实施，大人囡仔、老人少年的拢爱学，人就爱开始学啊，安尼，你看。人就是安尼通起来啊！后来回。这就是咱的迄种迄个路在性，其实咱大人嘛无咧学习的惯势啊。你像咱拢互控制，读册了后，等于然后看到册愈读愈册啊。其实咱一般是大人伫厝无咧活脱的惯势啊。后来有无？后来都只有来。我有问题吼，就是讲，因为咱即摆是面对民主社会吼，佫有多元族群，所以有真济的意见。所以你若讲要有一个台语的即个白话语即种意识吼，较不容易迄个凝聚起来啦。所以，阮是支持白话语，嘿是。所以
做顶头的，咱的即种者伊就不容易讲，我干来使用白话语安尼来推测安尼，因为会考虑多数的族群啦，吼，遐的种族。我了解哈，好，时间关系我了解哈。即个呢，我简单回应一下就好啦哈。这是执政者的借口啦。安怎讲借口你知无？多元文化当然咱尊重啊，吼，咱今仔日敢有逼原住民爱来学咱即套白话语，原住民爱接受台语。咱今仔日敢有逼客人爱来学咱台语，爱来学咱迄个白话语？无啊。咱即摆是敢讲，比如讲我的囡仔去国校读册，希望伊会当选择有台语的学校，咱即项选择都无。我真正也毋是要叫你别个族群来学台语，嘛毋是要叫你所有族群来学我的白话字呢。是我家己希望我有即个选择，无啦。所以伊是用即个表面上讲多元，你看你爱尊重客家，尊重原住民，伊的意思是讲你爱放弃家己啦，迄是借口啦。咱毋通搁误信因遮人借口啦，迄毋是真正的多元主义啦。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因即摆拢用多元主义来伫反对咱台湾本土啦。因为呢，因包括国民党嘛学起来，咱较早20几年前，咱就是用多元主义来逼国民党，讲你敢若用即个国语政策，用即个中国话尔，啊，阮台语客语原住民这呢，安尼袂使，你也互阮多元，所以咱演有成功，所以呢，好啦，互你小学只用无台语客语原住民安尼啦。即摆伊嘛用即步啦，用多元要来甲咱缀啦，安尼听我的意思无？咱也毋是要叫其他族群来学咱个啊，是我家己要有即个选择都无啊，敢毋是安尼？而且佫上含的是，人客家有客委会，所以人因即摆有经几啊间小学，因真仔咧实施做实验学校，专客语上课的，人有呢。人有呢，客家有呢，咱台语拢无呢，对无？所以这咱主张讲，我台语我有这个选择，我希望我囡仔会当去台语校，咱这个无啊。所以伊是利用多元诶做借口，其实就是要实施中国话啦。简单讲就是，伊只是换一个借口讲法尔啦。伊即摆毋敢讲，逐个拢爱学中国话啦，所以伊即摆就拢用人。客人听无咧，啊，原住民听无，我也无叫因学啊啦。太讲我有啥物沙文主义，是咱家己都含即个选项都无，安尼知影意思无？所以毋好讲遐国民党、遐民进党骗去啊，迄拢是借口啦。来啊，拄只文章敢毋是有要问？了梅竹吼。教授啊，各位同学大家好吼。若是照即个国家语言发展法即个部分吼，是毋是咱遮的幼稚爱来去抗议？咱来要求第一，就是咱来有一个台语的实验学校，就甲客语共款，因拢有课语实验学校呢，亲像讲迄个啥？美容吼，美容有一间学校吼，因就是用客语的实验学校来做实验学校吼。所以我感觉因在做即个实验的时阵，因有足侪迄个算讲因的行动的研究吼，会使做互教育部也是讲客委会做一个参考，就是讲因咧实行即个实验的即个过程吼，因的家长、因的社区是安怎全力去支持学校去做客语的即个文化语言吼，甚至是因的产业等等遮的迄个算讲做一个行销啦吼。所以咱是毋是会使去第一就是要求讲，教育部爱有互咱有迄个台语的实验学校。第二个就是讲，咱会使要求教育部对遮的迄个算讲遮的课纲的遮的委员吼，咱要求有上无爱有2节课的台语课，母语课啦吼，应该讲母语课。但是因甲咱动的就是国中3年，甲高中的2、3年。就变成爱做选修，毋是必修。即个所在因敢无违法？这是我一直逐摆若是有伫相关的会议，也是相关的迄个
算讲教育部迄个朋友来的时阵吼，我拢会一直甲因问的即个所在啦。但是就是听到因的意思，就是讲，咱爱靠咱民间的力量，还是立法委员的力量，还是讲咱靠有本土意识遮的迄个，算讲遮的代议士吼，甲咱做教育部遮即个所在的要求。但是我感觉，若是真正要叫因搁去做即个立法院遐吼，可以审查，还是可去做其他的动作吼，迄真正是有够慢的慢啦。所以我感觉讲，这应该是由咱民间遮来发起吼，就是咱有一个时间做一个算讲较强烈的要求，就是教育部即个部分爱有互咱一个较好的交代。好了解哈，咱时间真有限，即两个建议拢真好，这嘛是咱一直咧望的啦吼。但是这牛牵到台北嘛是牛啦，牵到北京嘛是牛啦，这就我讲的啦。中华民国教育部官员毋是真心咧推广本土语言的啦，所以你讲请迄课工迄嘛是你看请啥物课工委员就知影啦。伊有请到咱台湾人民协会遮的人去做委员无啊？我嘛无邀请伊做课工委员啦。咱建议的意见互伊嘛无甲咱讲歹听，无甲咱囂啦，安尼知影意思无？迄调工的啦。然后才伫遐讲吼，无法度啦，这拢课工委员决定出来。晓诶，课工委员换掉，你决议都无共啊，对无？遮简单操作诶手路上毋知，所以你会，迄拢是借口啦。你请啥物课工委员，就知影你诶政策是啥啦。只是你甲塞互讲，迄个课工委员诶尔啦。无我嘛有资格啊。迄课工委员，你来看伊条文，迄课工委员伊有足侪种无共代表，有教授诶代表、老师诶代表，甚至嘛有家长诶代表，嘛民众诶代表呢。你就算你毋是教授，毋是老师，你嘛有社会民众的代表嘛当去参加呢？咱在座有人互伊叫过无？拢无啊！拢叫的拢是叫啥？拢叫我哪的啊？叫遐反对本土语言的啊！迄我所以伊迄个课纲也未过几年，我看遐课纲我就知影，迄就绝对袂支持咱本土语言啊嘛。然后，咱佫有一寡人，你相信？迄部长也好，相信啥物讲无法度啦，倒遐课工委员安尼嘛，我你部长做假哦，遐委员拢你请的呢，你只甲讲你无才调，无才调你莫做啊，对无？敢毋是安尼？所以我讲因为伊体制是中华民国啦，莫伤过期待啊啦，咱即摆是着敢当甲要求，当然上理想要解决的问题，换政即个。政治体制有改变，咱台湾才有机会啦。若无真正是无机会啦。咱着干那永远，你看干那一节要甲要求2节，伊着做袂到啊。你甚至你话国家语言法定法通过，甚至讲你国中、高中拢爱专庭，拢爱有呢，伊嘛去甲你求注意啊，对无？伊嘛去甲你求注意啊，拢伊讲的啊。咱若要推广语言，咱若要推广本土，好，伊着讲你有法源依据，拢爱法院。晓诶，你要推广中国话，你诶法源依据是啥？伊会当免法源啊？伊就讲以前就安尼，以前法源是对来，就国民党规定诶尔。党国时代，国民党规定爱学中国话，迄做法源哦，迄太是法，对无？所以就相同标准啊，对无？中国话要是一礼拜5节、6节必修课，拢毋免法源偌紧。本土语言要1节要变2节，讲就爱有法源，就爱课工委员通过。这就咧欺负咱台湾人啊！好来，咱时间嘛够人，老师够一个。好多好来，最后一个。请讲。来，最后一个，敢是文静吼？毋是，够有一个举手呢。应该是我哦。对，就是你。好来，现在哈住口哟。就是有别人要讲。好来，请讲来。大家好，我是我是目前是苏格兰台湾协会会长，我叫Jenny。我是迄个陈文勋，就是阿勋甲我介绍来上这个课。其实他拄仔我有听大家人，就是有分享讲对于这个台湾的母语的问题。我会当分享，就是讲，阮苏格兰吼，有哪甲台湾其实是
共款的命运。如果若大人了解阮苏格兰的历史啊，其实阮伫咧1746年的时阵，阮就去用灭国啊嘛，吼。啊，即个国就是大家人讲的英国。嘿，所以我做少讲讲我是英国人，我会讲讲我是苏格兰人。嘿，因为大人翻译的即个英国是 England。啊，我都毋是英格兰的人啊，我是 Scottish 啊，安尼。啊，即摆就是阮对1999年的时阵，才有家己的议会，阮才开始推销阮家己的语言。阮的语言叫做 Gaelic， 嘿，就是盖尔语。迄个一种上古早的语言，就是 Gaelic 啊。其实阮即摆推销20档啊吼，阮上大的改变就是讲，互阮的囡仔若要考试、考大学嘛是共款。阮苏格兰足侪足好的大学，啊，阮的囡仔会用家己选择讲，阮的考卷要用 Gaelic 语言去写，啊来看，安尼。所以其实因为台湾人嘛真爱考试啦，啊，其实即个制度要改变上大，我是认为讲会当对即个文管的制度开始改变，就是甲因要求讲。阮要有家己，恁无爱互阮学校要紧，就是阮会当家己来推销阮家己语言，啊，而且恁会当互阮遮个考卷会当用阮台语的白话字来写，啊来读，安尼会当加分啊，也是讲对阮即个语言有即个好处，安尼大家会当学即个语言，甲原住民共款啊。其实我感觉这拢是因要讲的平等，就是这才真正的平等，就是安那大人拢爱学北京话。这是阮苏格兰即摆目前，所以阮苏格兰目前就是讲有囡仔，你若要学，当然英语因即摆嘛是无法度，这是世界一种的语言啊。所以讲第二种就是讲，你若要学Gaelic，你会当家己就是会当选择即个母语的即个教育啊，就一路拢是安尼，包括考试啥物，因拢会当用即个Gaelic来甲你讲啊，吼啊，来互你写，来互你考试，来互你。去学校无问题，啊！你若真正到大学嘛是拢 English， 迄个无问题安尼。啊，其实我今仔有一个想要来甲大家人分享的是，阮苏格兰协会今仔日有邀请到阮迄个恒春的民谣队，就是这阿嬷要弹乐琴，伫咧阮即个 Edinburgh Fringe Festival， 就是全世界上大的艺术节。啊，阮邀请因今仔日来线顶做表演，啊，所以阮。今仔日啊，到后礼拜六有2场，是阮恒春的乐琴的这个阿嬷，会伫咧即个线顶，吼，啊来弹乐琴，互即个世界的人听安尼啊。所以讲，我甲即个消息甲伊分享伫咧阮即个边仔即个notebook 遐，互大家嘿，互大家看起来，安尼啊，若大家人有兴趣，我是特别甲伊安排伫咧英国上侪人看的时间，所以是伫咧英国时间是AM 7点半啦。啊，但是台湾是今仔日天光2点半，隔工的天光2点半，是有1点仔拼啦。啊，但是吼，足侪阿嬷吼嘛是讲，就是想讲迄个时间嘛是想讲，若大家人有外国的朋友，也是讲即个时区若拄啊好吼，会当来陪阿嬷，啊来线顶来甲阿嬷鼓励安尼，嘿对。啊，嘿对，啊，佮另外一个就是讲，阮即马很拄啊教授有咧讲新港文嘛，吼。啊，其实上早甲罗马甲即个白话字带来台湾的是苏格兰的传教士叫李修，啊，甲马阿国，嘿，啊，所以讲，就是讲，阮即马苏格兰台湾协会有甲即个就是有想要来做即件代志，就是讲。出一寡话本啊，互囡仔啊，互阮苏格兰的囡仔，或是互台湾的囡仔，我就是要互阮苏格兰的囡仔了解，伫咧155当中，恁的祖先甲阮的祖先是好朋友，嘿，啊，阮就是要用英文甲白话字来出话本，啊，互因了解讲台湾是啥物所在，啊，恁的祖先伫咧155当中来台湾是用啥物话语言咧甲阮做交流安尼。对啊，这话本我阮仔会出伫咧，嘛伫咧台湾来出版啊。但是我想台湾主流的社会，伊应该是真无看重即个白话字啦。啊，大人来讲啊，我看了就是白话字，安尼因就无爱看。但是我要讲，我不是出白话字尔，我其实佫是出英语呢。伫咧155当中，台湾是真国际化。阮无咧写汉字呢，阮就是用英文
啊，佮用白话字，所以迄阵台湾的社会真普遍会使用白话字来读西方的小说。这是155人前台湾的状况，所以我就是要用安尼的一个对囡仔开始的话本，啊，去互大人了解讲，其实真正这70年来，就是中华民国的体制咧殖民台湾啦。啊，这就是阮即马对真正民主化到即马嘛，差不多20年的时间啦。啊，阮苏格兰是用400年，400年，啊，阮中间嘛常常咧流血，嘿啊，所以大家互相勉励啦。嘿，就是讲，即个代志一代一定爱做，啊，慢慢啊，袂用伊讲无做诶啦。啊，当然，大家人做诶时阵，拢有一寡介成诶 very frustrated。啊，毋过就是，但是大家，那迄个老师咧线顶咧上课，大家人有心诶，拢爱来遮，大家互相勉励，啊，大家听一寡意见啊，互相了解讲，其实。阮毋是真孤单，有哪即做人来做安尼？好，真谢谢老师。其实咱会当海内外做伙吼，为着这白话字，为着台湾诶建国，大家拢做伙拍拼啊。啊，最后我人咧问魏文教授问题。我补充一下哈，拄则咱Scotland来即个朋友哈，这真好哈，尤其即个透过即个两边哈，做伙来推广即个白话字。无毋对咱台湾上早白话字确实伫为Scotland来遮诶传教士包括像巴克的牧师因这嘛是所以咱这若会当结合两边诶来做，我感觉这嘛是相当诶有意义真有意义这若是由台湾罗马协会做伙来用，我想这嘛足有意义有其实我即马是阮协会即马是甲苏格兰诶教会总会咧合作。所以讲阮即个苏格兰协会明年1月时会先出版第一本啦，就是介绍李休牧师，因为伊是第一个牧师，甲即个毛阿哥，伊是医生嘛，因两个人一组，甲即个白话字推广伫全台湾，包括马街伊有也是李休诶学生啊，就是李休甲伊教白话字，甲伊教安怎讲台语。伊怎样去即个北部安尼，所以讲李休对第一本开始来介绍讲遮苏格兰人是安怎来即个台湾遮，甲台湾安尼建立教会甲台湾伫咧台湾的民主运动顶悬嘛是有，甲迄个现代化即个部分，今仔有真大的即个贡献所以阮即马就是明年的1月要出版第一本。阮拢是开始就是阮会交流嘛，所以阮有500本会送去苏格兰的学校，小学校，就是互囡仔，互苏格兰的囡仔去读。我就是要互伊台语甲英文做伙所以苏格兰的囡仔读英语无问题嘛。下骹因若是想讲要安怎来试看卖讲台语，下骹的白话字因着爱试看卖会当读不是无一定，阮就是尽量对细项的代志去做无一定伊着对台湾产生一种趣味感。若是讲大汉的时阵，伊细汉有读过即个话本安尼大汉有法度大学有迄个 gap year， 无一定会咱来台湾，就是一点一点替台湾做一寡，甲国际佮加上恢复台湾155年前迄个欢迎的状况我是希望安尼，好，咱会当密切联络呢。会使对我较少可能较拜托阿勋，若是啥物人，阮较来是讲阮有即个名册，阮会当来订对。是你若有资讯，你的寄mail来台劳会服务员咱就用迄个mail安尼联系。感谢您吼，足欢喜，是大家人海内外的朋友，大家互相鼓励，毋免惊啦，对，毋免惊。对。魏文教授，敢有要甲咱做总结？好，若无问题我的总结就伫遮最后遮就是讲呢咱台湾大用台湾本土的语言来建立咱台湾文化的主体性才会当进一步确保政治的独立啦。你若干靠政治尔无够，你要有文化，安尼呢挡较会久所以你看人像越南，因会当即个近代呢因就是因为文化的高度，才会当互伊达成伊政治上的长期的即个独立
咱今仔就是透过即个汉字文化圈吼，特别是以韩国甲即个越南来做例，互各位咱两个拢是脱汉足成功的例啦，互咱大家做参考安尼吼。好，安尼应该咱时间嘛差不多啊啦吼。对，最后互我1分钟的时间吼，我甲大家小解一下迄个咱后礼拜后个月迄个会议吼，共款我嘛是会搁伫面册放送。所以咱若共款持续，咱共款为着台语文咧拍拼的朋友，咱大家做伙过来持续咱关心咱后个月的活动。咱要来讲的是讲即个天文的议题因为咱较济拢是咧针对即个语文、政治咱老师讲的，咱的文化的高度要有够，所以咱后个月是即个天文的议题到时咱就欢迎大家共款拢上线咱来听老师甲咱分享。安尼，以上就是今仔的会议。最后，敢有问题？若无，咱个到遮，咱是毋是共款捧一声，感谢咱的魏文教授。真欢喜，咱到今仔结束介成功，咱拢总有70几个来参加咱的会议，这是第一遍的成功。咱持续，咱9月、10月、11月、甲12月拢有活动，拢是免费的，线顶的。咱今仔敢是有人要讲话？好，若无就辛苦大家，辛苦，大家到遮结束，拜拜。再会，再会。好，各位持续哦，再会。